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季的网络好厝边。伊利晚安，欢迎啊，欢迎啊，阿杰晚安，欢迎，安，欢迎。居然有，目前只有3票，居然有一个人想要我凭感觉牌吗？七夕快乐！今日嘛是七牛妈生，所以那个也有些人好像会拜油饭跟，对不起，我的民俗知识其实不太够，对，但是好像在台湾更传统的那个庆祝方式，就是庆祝这一天的方式，好像其实也包含那个金牛妈的那个圣诞，没错，朱聪阿蛮欢迎你来，嗨尤拉夫，你怕你出现在这里会被杀掉啊？不会啦，那我要紧，我一直都很欢迎大家拿我去画。有的没有的，反正我都可以收割流量啊，对不对？对，今天这个七夕一个算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蛮重要的日子，我跟火嫂也没有特别庆祝，因为他在上班，对，然后我在开台，所以也没办法。以前在老家最喜欢这一天的油饭了啊，我们家好像没有那么认真在。就是拜拜，对，所以我就没记啊。麻油鸡对啦，麻油鸡啦，麻油鸡油饭哦，还有甜芋头汤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好饿哦。对，不知道大家吃晚餐了没？我是还没啦。我想说，就是开台开完再去吃。对，突然就是想起今天是青牛妈生，然后就想到有油饭，就觉得好想吃油饭哦，莫名的很想吃油饭。好，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大家应该，哇，现在一半，麻油鸡感觉也，不过现在是不是还有点热啊？可能因为全球暖化嘛，我不知道。就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可能我就没那么想吃麻油鸡，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太补。拜拜的时候还要准备 NG 追混哦，好像有印象哦。家里是香烛野，原来如此，难怪，好酷哦。啊！不过的确，今天我在外面买午餐拉蛇的时候，确实有看到有在拜拜啊，有可能是在拜青牛嘛。因为我只是经过，没有很认真看，所以我也没有很看清楚拜了，就是有拜哪些东西啊。原来如此，好酷哦！对啊，这个可能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很多对可能比较年轻一辈来说，可能认知就只有今天是七夕，然后是一个。就是比较汉民族吗？汉人的这个情人节这样子，但是其实不只是这样，对，其实在台湾不只是这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更专业、更懂民俗的其他创作者补充知识啊，拜拜还有红色的绳子哦，也是哦，有要拜红色的绳子吗？好像好吧，我真的没有很多相关知识，但好像确实有这个印象啊，有趣，好。那我们还是稍微回到今天的主题吧。今天主题好玩我觉得自己觉得很好玩，自己讲嘎滴波别超车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干嘛？要来排这个 tier list。如果大家不知道 tier list 是什么的话，然后也可以叫它算排行榜吗？就是排行表。对，排行表呢排行什么意思？反正大家看我左边哦，我左边就是有把它分成5个不同等级。对，就是 S， 然后 A、B、C、D， 对，就是依照那个它有多赞，对，依照我们这个节目有多赞，我就会把它放到对应的等级去。对，所以我觉得棒到不行，应该一直开这个节目的就被我放在 S 级。好，以此类推，非常简单。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做的事情就是，我把我就是开始活动以来有开过的台，对，开过的台就是只有直播啦，不含影片，就是我把我开过的台。全部都放进来了，对，所以其实还蛮多的，等一下应该蛮好玩的。那如果是真的是老观众，就是从很久以前就跟着有在跟我的台的话，应该就是都会看过，然后也蛮欢迎大家，可以在就是聊天室，就是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个节目特别棒，或是不怎么样的都可以讲，
啊，伊利喜欢叫它战力榜或 KO 榜，KO 榜怎么听起来比较老？战力榜好像蛮有那个感觉的哦，蛮有那个感觉的哦。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排这个表，很多是游戏玩家，然后就是会把可能手游抽卡角色强度啊之类的把它排上来，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用法啦。对，但是这真的是什么都可以排，你也可以拿那个喜欢的食物、讨厌的食物来排，也可以。对，所以有机会我也蛮想多开这个 tier list， 这叫什么？多开这个战力榜的这个台，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心中哪些东西是酷东西。好，子昌是老观众哦，你从一开始的第一支就有看吗？好，那你等一下要多讲话，你等一下多发表一下看法，拜托了。要是 S 级只能放3个吗？哦，很难呢。没有啦，我也不会每个都放到 S 级啦，应该是没有那么自肥，好不好？对，那我先看一下我们投票，现在只有5票，那没关系，我要把它关掉了。对，我们这个5票有超过一半的人，虽然也只有60%支持认真分析，好，很好。我先准备一下那个认真分析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要定一个标准啊？就是应该要定一个标准，说怎样算是 S 级，然后怎样算是哪一级这样子的标准。对，那因为我是一个做钉金呢，很认真的 VTuber， 所以我有先想了一下。对，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算是什么评分标准吗？对，就是评分标准。来，我想了一下啦，我觉得有5个，我自己就是在看我自己的直播做起来效果好不好的时候会去想的5个项目。对，第一个是好玩，对，第一个好玩就是我自己做起来觉得好不好玩。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对创作者来说可能也蛮重要的，就是如果做起来很好玩，然后很享受的话，就是等于不会那么累啦，感觉不会那么累啦，然后就是会更有动力继续多做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项目。那有哪些台有哪些节目特别好玩的哦？等一下马上就会举例，对，等一下马上会跟大家讲。好，然后有意义。这个有意义好像讲的有点没有很清楚啦，但是我觉得怎样算有意义，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有推动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议题，或是讲直接一点，让大家更喜欢台语，让大家更熟悉或是更乐意接触台语，对台语有更深的认识，类似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有意义的内容。对，那有一些节目就是比较纯粹娱乐，那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教育意义。对，那它就可能就不符合这一项啊。再有流量也很重要啦，就是我开台的时候也是其中一个会关心的点，就是这个台开起来有没有流量。对，因为有流量，我之后才比较有机会赚钱。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不累，因为有一些台的准备工作比较多，或者是实际直播做起来的时候比较消耗心神。对，那这个如果很累的话，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常常开。对，或者是我1个礼拜开1次很累的台，我就开不了第2次很累的台。对，所以不累也是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加分项目。好，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有发展性。这个有发展性，我心中有发展性的意思就是这个直播开完之后，这个台开完之后，还可以把它捡回来，就是做怎么说呢？把它变成素材，再做更新的节目，或者是很适合当成剪辑的素材，我可以再把它剪成影片。对，有符合这个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有发展性。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好东西可以捡回来，再把它做成更好的东西。好，讲完了，好啰嗦，会不会太无聊？对，那总之呢，就5个评分项目，然后很简单，如果5个都符合，它就是 S 级；如果它只符合4个，就是 A 级；然后如果它只符合3个，就是 B 级，以此类推。可以吧？这应该很简单吧？好，但是等一下，就是我在评估它的这5个项目的时候，也许会有我没考虑到的地方。对，比如说它其实很有发展性，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对，那也欢迎你们可以告诉我。好，就这样。耶，那我们开始来看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设计的3个圈圈吗？设计的3个圈圈，听起来好专业哦。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设计相关的背景，我只会设计别人，我没有真的很会设计产品，所以
是的，所以这个我有机会要兴趣、能力、价值观吗？还是什么？好，知识不足。那总之我就先不累有点难吗？按照我的标准，就是我还是有一些做起来比较不累的啦。对，的确有一些企划做起来感觉没那么累。对，所以也是有。比如说，如果我那个企划本身都是在蹭别人的，那就不会很累。对，也是有这种企划。对，当然我还是会在其中扮演很关键的角色啦。对，但是如果因为毕竟每个人做每件事要消耗的力气也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做那个节目对我来说都不是很消耗我的力气的工作，都是对我来说是小 case 的工作的话，对我来说就不累。比如说全台语直播，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蛮累的，但对我来说其实还好，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对，那我做起来不累，跟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有时候就是两件事。虽然对我来说可能不是很累的事，但我觉得做起来还是很有价值的。对，这个也不冲突，所以也没有一定说就是要做到自己累得半死的节目才是好节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好，那我们来吧，我等不及了。对，那这个顺序其实还蛮随机的，我们就随机的来看吧。好，首先大家知道这一场吗？这个简要告知，大家有看过这个吗？这个快端上来，好，等不及力，快端上来吧。对，这个简要告知，我想一下怎么总结它呢？这个是我还没有人形化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做这个简要告知之前，其实我好像大部分的节目那时候都是做全台语的，对。然后我这个简要告知就是跟大家讲了几件重要的事嘛，其中一个就是我这个节目不，我这个频道就是以后中文会讲很多这件事情，也是有跟大家报告。然后我还告知了什么？我还告知了我可能会用人形化开始活动，虽然那个时候是打算不是在同一个频道，是在别的地方这样做，但是反正后来发生了一些也没办法跟大家讲太多的插曲，但反正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就顺利的变成一个帅哥，然后就是在自己的频道活动。对，好像就这样哦，好像反正就是真的是很简要的告知。对啊，然后最特别的就是这场直播超快的，这场直播才进行了20分钟以内吧，大概20分钟左右，17分钟吧，好像17分钟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是个人经验。没有要批评别人，但是我的个人经验是，蛮常看到很多 VTuber 想要做一些重要的告知的时候，就是会讲蛮久的。对他，对他把我切开，是的，我有被分成2半，没有错。有点难过的直播吗？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再继续用全台语活动这件事情吗？对，因为我变成流量的狗了，所以没办法。如果有喜欢犬系的朋友，应该会喜欢我。毕竟我是流量的狗。好，OK， 对，继续讲，对，就是我没有要批评别人，只是蛮多 VTuber 在做比较重要的告知的时候，好像蛮喜欢开比较也是开可能就是2小时、3小时的台，就跟平常的其他台一样，对。但是我自己就是比较不爱跟这种台或是补这种档，因为我个人啦，这是完全是个人哦。完全是个人，就是我喜欢看，应该说我想看重大告知的话，我想要就直接赶快看一看，直接看重点。对，所以呢，我这是个人喜好，我当然也不能管别人怎么做啊，但是我自己可以这么做。对，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简单的交代一下就可以讲完的，所以我就挑战一个非常快速的直播，然后就补档的时候也蛮方便的。对，补档的时候也是看一看，很快就结束了。没错，就是这样子。好玩吗？我觉得把自己切2半还蛮好玩的。然后我觉得20分钟内把它播完这件事情还蛮好笑的。可能我的幽默感有点问题，但是因为我觉得蛮少人这样做，所以自己这样做的时候会觉得很酷。对，所以有没有好玩？我觉得还不错啦，我还不错啦。对，就不考虑告知的内容的话，我觉得我这场直播进行的还蛮好玩的。对，那有什么很积极的教育意义吗？有很推动什么议题吗？没有，对，应该没有。对，然后流量，
也普通吧，就是这个直播带来的流量，其实也就是本来就有在关注我的人比较会来看，当然可能比就这种重大告知类的直播都还是会比平常多一点啦。对，但是再多就也就只是比较会想要在乎成火蛇的人会来看，所以我觉得流量方面好像也还好。对，那累不累呢？我觉得不累，因为我就是只要整理好我想要报告什么，好像就好了，然后就把画面整理整理。对，所以好像也不累。那发展性零，就是它也不能拿来做什么剪辑素材，而且它本身就已经够短了，也没什么好剪的。然后我之后还能怎么用这个直播吗？难道我要开什么回顾吗？回顾简要告知吗？有人在回顾重大告知了吗？应该没有吼，应该没有吼。哇，好惨哦，它只符合2项哎，那就是好玩跟不累哎。天哪！哇，那跟子昌给的分数一样哎，也是 C。懂了，分一半不累，不累啊，切一刀就好了，有什么好累的？不是，又想干嘛？又想干嘛？累不累跟痛不痛是2件事，好不好？他不是你被切成2半也不累啊，你什么都不用做啊，你只要负责被切啊，你痛不痛嘛？你痛不痛嘛？对，所以这是2回事，好不好？好，好的，那我跟子昌的分级一样都是 C 耶，分好第一个了。回顾每个重大告知很哈扣，你说自己的吗？如果那个重大告知没有常常在做的话，应该还好吧？毕竟是重大告知，蛮重大的，应该可能不会照3餐在重大告知吧？我是不知道啦。对，像我好像也就这一次嘛，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做一堆重大告知，所以可能要回顾也就只有看这一支呢。而且我就只要瞄一下，看个17分钟的影片，我就把它看完了。我甚至可能也延伸不出什么新想法。好，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发展性。好的，再来，哇，谁在给我欢庆228？对，这是2月28的时候的直播。对，这个直播啊，大家记得吗？就是哇，这时候我还是宝箱这时候我还是宝箱啊，对耶，那时候我还没人性化真的耶。对，那时候就是每年到2月28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是商家，或者是不是商家的人，他们可能搞不清楚那个2月28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为什么有假日，为什么要放假，那就只是有放假就很爽，所以就欢庆了一下，对。但是如果你对历史比较有了解，然后也不用到很了解，你只要知道2月28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放假，你可能就会觉得欢庆228是一个蛮不恰当的用词。对，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网络上好像很多人搞不太清楚状况那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发一些什么文吧，然后如果有看到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可以趁机留言，就是跟他讲一下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直播。好玩吗？不好玩，因为都在生气。有意义，有关注，可能没有很有流量OK， 你是说拿这个来说很有流量，听起来很像在消费它吗？我觉得也是，的确。但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蛮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情的，所以我还是有尽量把标题下的耸动一点，不知道有没有让比较多人来看。但我自己觉得不够多啦，我觉得这个主题值得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对，好啦，好不好玩？不好玩，因为都在生气。对，但对啊，就是不会想要常常做这种事情。对，有意义吗？有，这个绝对有，就是我觉得，毕竟我是关心议题的 VTuber， 对，蛮常开一些跟议题有关的杂谈。对，所以不，就应该因果关系是这样子，因为我关心的议题蛮多的，然后我本来出来当 VTuber 就是想要可以一口气跟很多人讲话。对，发挥一下影响力，所以就会想要开这种可能比较硬一点嘛，就是比较不那么纯娱乐的主题。对，那反正这个真的有意义。有流量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没有，就是这个直播也没有特别吸引到很多的流量，对，但希望每年做可以越来越好。对，其实我那时候写这个直播的企划书的时候，我还把它就是放在我把它传给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想要开这个台的 VTuber 们。对，那时候就是提供给有兴趣一样开这个主题的人，就是可以直接把我企划书直接拿去，可以直接照着做。对，那希望可以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人一起关心这件事情，还蛮希望可以这样子的。对，好，然后累不累哦？情绪上有一点累，但准备起来是还好。对，因为也没有真的做过多的准备，就是实际上直播的时候就是直接打开脆，对，直接打开脆，然后打开 FB， 直接去看有哪些人在发文，对，就是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就真的是临场反应，所以不累吗？对，不累。发展性感觉也是跟刚刚提到的那个啦，就是会希望可以把这个企划书贴给其他 VTuber 朋友，贴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然后想开的人直接拿去开。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一起来串联嘛，也算串联嘛，就是大家愿意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有更多人看到说，怎么有一群人在关心同一个议题，可能就会更想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样。对，这一点我觉得蛮有发展性的。对，所以我应该明年还会再做哦，然后有机会，或许很闲的话，或许力气很充裕的时候，也可以来剪一下精华。我觉得发展性是真的有。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可以有 B 耶，可以有 B 到 A 耶，至少有符合就是有意义、不累跟有发展性。流量嘛，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因为我想说这种比较可能会也算争议话题嘛，就是有人可能会想来吵架的话题，也许可以有更多的关注，但是今年没有，对，说不定明年有时候也是运气问题。那我会先给他 B 耶，但我应该还是会再开，对，我觉得我好像只能给他 B。好，再来。那再来是我们的 Minecraft 全台语的 Minecraft 生存系列，这个是真的好玩。对，那这个之前一开始是有在我的台开啦，但是后来因为我发现我的电脑好像跑不动，我发现我电脑好像没办法同时开台又同时跑 Minecraft 的，就是多人然后加 DC， 所以我就没有在自己的台开了，所以后面都是就是蹭伊里的流量，对。有开的话，常常都是可以在伊里那边看到我。然后，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因为前面也有开过几次在自己的台，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我的节目啦，我就把它放进来了。这个一定要 S 的吧？对啊，这个应该不用想太多吧？这个很明显，好玩吗？好玩，非常好玩。有意义吗？有啊，我们全台语你们不觉得一群人，然后？就是本来是希望固定每周，但因为大家都很忙，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没办法参加，蛮长没办法参加，对，所以没办法。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群人，然后固定约在每个礼拜的某一天，然后用全台语做一件好玩的事情，这件事情超酷的，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这件事情。你们可以选你们喜欢的游戏啊，不一定是 Minecraft，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想要一起练台语的朋友，你们有共同喜欢的游戏啊，桌游也可以啊，不然你打麻将其实也可以啦。对啊，就真的蛮赞的。我们全台语还有教学对啊，真正是自己宝贝超车。可是我们真的真正是不时拢分享一寡可能俗语话，还是有的无正经的，不过嘛算是台语这个语言的一部分嘛。对啊，都有，我觉得超有意义的，这真的是超有意义的企划。这个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啦，这个没得讨论。对啊，有流量吗？原本的理想情况是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对，但是可能因为就是我们固定的算是班底嘛，就是我们固定的班底有常常一起开台之后，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方便，就是再突然加入小圈圈破坏生态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想说的就是，欢迎其他 VTuber 朋友，如果还有兴趣加入的话，可以跟我说，
对，就是有机会都可以一起来玩。我终极目标是希望这个伺服器可以有很多会讲台语的 VTuber，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想要开这个伺服器或者想要一起玩的时候，就是都可以来就讲台语。对啊，就也不用有压力嘛，就来玩嘛啊，讲也不用说讲得很正经，对，也不用说讲得很正确，但是就希望可以有一个空间给更多 VTuber 朋友们一起用台语聊天啊，一起玩。对，所以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可以有很多大尾 VTuber， 还有我们互蹭流量，对，贴告示来征求更多会讲台语的主播一起玩，我觉得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就是再宣传一下这件事情，的确可以。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有做到的话，我觉得它可以集合大家的流量，所以应该流量会不错哦。然后我又蹭到了，对，我的目标是这样子。可能因为最近没有很认真宣传这件事，也没有很认真去找新朋友来玩，所以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正确执行的话，流量会更好。对，不累吗？不累啊，对，就真的在玩，啊，真的就是写的啥的攻啥，所以不会特别累，准备起来真的也没有特别太消耗精神的地方。对，有发展性吗？有啊，就是如果大家把这个企划直接旁起，规划旁起不要紧，你直接随便换成一个其他的游戏，就又是一个新的企划了。对，然后也可以达成我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就是愿意来讲台语，对。就是讲台语不一定要是在教室里面讲啦，不一定要拿来读什么童谣啊、古诗才能用台语啊，没有，就是用台语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这个语言才会活下去，好不好？对，要讲发展性的话，肯定就是要讲这个政论，非常大的政论，对，但是是真的，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用台语玩其他游戏的话，也不错哦。这个一定 S 吧？这个 S 级没话讲，对不对？这个 S 级。太好了，好 ，OVC 哦 ，OVC 看到就觉得好累啊、有人不知道 OVC 吗 ？OVC 就是 Open Verse Challenge， 对，然后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宁愿成为最强，我也觉得这真的是很强，对，只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还要再 hold 更多游戏的话，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没办法当那么多团的主揪。虽然我这个主揪实际上也没干嘛，就是开了一个伺服器，然后叫大家来玩而已。其实也真的没做什么事，但是我感觉我要再 hold 更多游戏，好像有点做不到。对，所以希望有其他人可以来当主揪，来约大家一起用台语玩游戏，好不好？好 ，OVC 你也很爱吗？我也很爱，我蛮喜欢参加别人的 OVC 耶。对，但是因为好一阵子都没有人做了，就想讲自己栽一张啊，就不免看别人，所以就自己办了一场。对，那时候也是因为刚人性化，想说做一点酷炫宣传。三处风安安，欢迎你来。货蛇晚安，大家晚安。吃饱没？我还没。对，晚点下播再去吃。好，我们继续啊。对，OVC 就是自己想说，没有啊，就想玩 OVC 啊，但都没有人办啊，那我都那只好自己办了。对，那 OVC 在干嘛？就是以防有人不知道，还是介绍一下哈。就是我写一首歌的前半段，然后后半段空着给大家。那大家想参与的人，就不一定要是 VTuber 啊，其实观众朋友也可以参与，就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想写，对，就可以把那首歌的后半段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变成一个有一点互动，然后可能有个对话这样子，所以就算共同创作，对我觉得蛮酷的啦，所以就办了。3次方还没吃晚餐，还在回家的路上，好，晚点要记得吃啊。好玩吗？好玩。对，可以看到大家不同的作品，这件事情就蛮好玩的。对啊，我那时候歌词，主要还是用中文。因为想说，如果我用台语写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 VTuber 朋友们看到就会自己设下一个门槛，就会觉得好像非得用全台语才能参加不可。对，我觉得无可避免的心理上可能会有这个门槛。对，那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会很少人敢参加，所以我才没有这样做，我才只好啦，就是有个取舍。对啊，发现很多很棒的创作者，我就很喜欢这种互相交流，然后可以让观众去看到一些平常不一定看得到，因为演算法就不一定会推给你。但是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活动的话，就是喜欢创作的人
可以互相串联起来。我蛮喜欢做这种活动的，对，我也觉得这个活动超赞。我好希望可以有别人办哦，我很想参加啦，我很想接别人的歌写下去啦。对对，那有意义吗？是蛮有意义的啊，是蛮有意义的啊，就是可以串联到不同的创作者这件事情，然后也会认识到很酷的其他人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吧？对，好，那流量有，对，可能不一定是在那个 reaction 的直播，对，但是在其他人参加这个 OVC 的时候，他们的观众也会因为这样子就看到我嘛，对，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啊，不对，我觉得流量上是真的有因为这样子有获得一些流量的，对，可能就比较体现在推特转发，然后就会有其他人来追踪我这件事情，不累吗？不可能，累死了，开这个超累的。就是最累的部分不是自己写歌啦，比较累的部分是，要就是写那个活动办法，要规范一下那个音档怎么使用，然后要收集大家的作品，全部要记得放到播放清单，以及要开一个 reaction， 把大家的作品看完这件事情有点累。虽然我没那么大尾，所以参加的人没有那么多，但还是有点累。对，所以有没有符合不累呢？没有符合。有没有发展性啊？好问题耶。大家可以帮我想一下。对啊，趁机我喝一下水。听起来有够好玩的啊，就真的很好玩啊。可能那时候三次方是不是还没开始看我？应该是齁。那时候三次方可能还没有开始看我，所以就没有参加到齁。啊，不一定会有下次啦。啊，但万一有下次的话，请来参加好不好？拜托拜托。对，我那时候发的时候很期待观众朋友可以用台语参加，结果没有。比起发展性，比较像永续性，可以持续开啊。好，我觉得永续性也可以，就是可能我用词没有很精准啦，但我觉得有符合永续性的话，就一样有符合我这个第5点想要的。应该是可以，只是就是每次会需要有新的 beat， 会需要有新的伴奏，这件事情可能稍微也没有很难做到啦，对，但是就是多少会怎么说呢？就每一次都还会再需要花额外的力气产生一个新的歌，这件事情可能小累，对，不过的确啊，就是就我所知。那个办 OpenVerse Challenge 最有名的大尾 VTuber 希尔就办了5届，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可以重复开的活动，对，所以我会不会再开我不知道啦，但是不排斥好不好？不排斥，对，那好啦，有发展性，肯定有。那这样子的话，除了不累之外，其实都符合对不对？那就是 A 级啦，有符合4点。所以这是一个 A 级的主题，哇！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开一次啊？好，我需要等人赞助 beat 给我，有机会再去问一下。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对大家随时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节目，可以在聊天室讲一下，好不好？让我开心一下，谢谢。好，再来是深 V 话题时间。这个是在讲这个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算了？我们直接讲这个。对，深 V 话题时间，它的前身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深入话题转盘。对，但那时候就是毛毛社西恩就是有看到这个之后，马上就说好像可以找那个来宾来，然后一起聊然后就觉得有道理那我端走咯，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结果就开了超多集的。对，结果就好节目值得一开再开。好，那这个节目需要介绍吗？好啦，介绍一下，就是我会准备一个转盘，然后上面会塞一些我觉得平常没机会聊到，可能比较深入，或是比较辛辣，或是比较容易延上的，就这一类的话题，把它塞到转盘里面，然后就找一个来宾来，然后转盘。那转了之后，我们就会聊那个话题。然后有时候我跟来宾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但就交流一下，目前还没有真的吵架啦，但是就是交流一下，让他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这样子讨论，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好，
那我们来评价吧，好玩吗？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跟朋友，虽然有些来宾可能是第一次跟我讲话，对，但就是蛮喜欢跟朋友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蛮喜欢那种有动脑的感觉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很不爱动脑啦，好呛哦，怎么突然那么呛？对，有些人好像很明显没有很喜欢动脑了啊，我跟这些人不一样啊，我蛮喜欢动脑的。我觉得动脑之后觉得通体舒畅，对，所以我就蛮喜欢找人聊这种深入话题的。对，所以好不好玩？好玩。许愿期待猫猫卡爱上这个节目。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对，我常逼大家出道啦，但是我觉得出道不一定是要以 VTuber 的形式。对，像如果是文字创作者也是一种啊，如果是常在推特发一些有深度的、有内容的文啊，不一定要当 VTuber 出来唱歌跳舞，也是一种出道。对，其实我觉得出道的形式就不限制一定要 VTuber， 所以猫猫卡爱有没有机会上这个节目，我就觉得蛮有机会的。对，好，也不止猫猫卡爱啦，其实我觉得蛮多观众朋友都肉眼可见的蛮有想法的，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哦，我觉得可以哦，对，好，那总之好不好玩？好玩，超好玩，对，就是我觉得跟别人聊这种很深入的话题，也可以很快的更认识这个人，对，我很喜欢这个感觉，对，然后有意义吗？有啊，有意义啊。对，就是我觉得蛮有建设性的，然后就是可以让观众朋友就是一起来想一想，然后有时候观众朋友也会提出一些我们可能都没想，我跟来宾可能都没想到的观点，那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们变得更视野可能会更全面一点，也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主播。哇，好正能量啊，在讲什么？也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主播，所以这是非常有建设性、非常有意义的节目。Pendos 安欢迎，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对，好，流量有没有流量？有啊。对，因为我都蹭来宾的流量，所以蛮常就是开这个深 V 话题的直播的时候，真的蛮常都是会有来宾的粉丝、来宾的观众会来看。对，所以我确实有蹭到流量，蛮开心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想到心理学是互相彼此提问，可以更认识彼此，这个大家真的是可以多试试看。对，就是即便我跟灰色已经就是在一起蛮久了，但是偶尔就还是会有互相没有，就是本来就没有办法说100%的完全认识一个人嘛。对，毕竟我们在认识彼此之前也活了很久，有很多年份的记忆。对，所以的确真的是有时候要互相问一下问题啊，不管深不深入都可以更认识彼此。对，就是不一定要每次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问一些就是什么以前的回忆什么的，你有没有吃过咖喱当早餐这种事情也可以，都可以更深入认识彼此，真的是蛮赞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多试试看啦，包含对一般朋友也可以哦。有没有发展性？这个永续性是一定有，非常有永续性啊。等一下，我是不是跳过了？累不累啊？累不累？对，我不是才6岁吗？嘘，别问了，别问了。好，累不累？不累，不累，真的不累，真的不累。对，因为我就是整理好问题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太刻意在准备。因为我整理问题的同时，我就也想过那些问题，我自己的答案是什么的，所以这个节目真的都是临场的在反应。有上过的人可以作证，但没有蕊过，没有蕊过，然后转盘也没有作弊，真的没有。对，就真的是来啊就转啊就聊。对，虽然聊的当下是很有深度、很认真在动脑思考的，对，但是不会有很累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觉得很可以一直开。不会开了之后觉得很消耗心神的一个节目。那有没有发展性呢？有啊，我那个深 V 话题系列就是都很适合拿来剪成精华啊，目前也确实有在剪，虽然现在那个频道上就是只有看到那个毛毛的嘛，对，但是其实其他来宾的段落我都已经有在剪了。那因为之前有跟大家募集那个剪辑费嘛，我想要把字幕外包给别人，对啊，我也确实已经有剪好啊，在等字幕的影片了。
对，所以这个真的很适合剪长精华，我觉得这个可以一直剪回来用，超赞的，就是一鱼多吃，对，是一个非常值得每个礼拜开的节目。牙酸按摩欢迎你来，可以问对方有没有跟长辈说过外星人抓走的问题。对，大家如果有看我昨天推特的话，就会知道，长辈太烦了，就是我觉得那个补习班的那个工作环境超怪的，我就隔天马上辞职。又要问一堆，问说好好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不是，就是不好，所以才不做，不要再问了。讲也讲不听，就只好乱回答，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也不是说真理，就悟出了一个智慧。就是如果人家讲不听，我干脆就乱答好了，至少我乱答的时候自己很开心长辈开不开心我没有很在意，因为他问我问题我也不开心礼尚往来。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问问看有没有离职的时候跟长辈说过老板被外星人抓走可能对方就会说你为什么会这样问，你就可以跟他推荐陈火蛇了，不错吧？好，总结 S 级全部都符合完美节目。我现在真的是下礼拜没有了，下礼拜没开，因为我月初都比较来不及排行程，月初都比较来不及跟人家约联动，所以下礼拜没有。但是我真的是努力想要每个礼拜都开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那叫什么 CP 值太高了，对，就是不会太消耗心神，但是又很有建设性，然后又可以跟来宾互相蹭流量，对大家都好，大家都开心，对，真的是完美，真的是完美节目，一开再开。请给毛毛一个感谢状，真的该耶，真的该，毛毛真的帮了我很多耶，唐突，对，就是他除了给我这个话题转盘的想法之外，他还真的来参加当我的第一次来宾，赚烂了，太感谢毛毛了。对，伊里只有说公司倒了，但是真的要倒了这也是个不错的说法对，也可以说老板卷款潜逃了，可能就不会一直问，一直不会问，寄匾额给毛毛吗？他有地方挂吗？好，我去看一下匾额要多少钱。好，真的蛮强的。我蛮喜欢偷别人的企划，但我也蛮欢迎大家偷我的企划的。对，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善的循环。好，哇，我发现这样下去讲不完我们可能要讲快一点，我的节目太多了。锦旗好了，可以收起来不错卷一卷就可以收起来。好，锦旗好像比匾额更实际一点。感谢状可能也不能折嘛，感谢状只能贴在墙上，太占人家空间了。好，锦旗不错。好，我们继续。唐突出柜，这是突发吧？这个节目是突发的。对，我就是突然就是毕竟我是个有在关注性别议题的人，然后那时候也是有猫猫可爱有推荐我看那个嘛，好，就是在讲关于女同志的书，然后看一看，我就觉得对自己的就是里面有提到一点性别认同之类的话题，然后我就稍微有想到自己一些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探索的过程。对，然后同时我毕竟我性格扭曲，就是我听到那个有同性恋发文说，就是觉得会被问说什么你们那个两个人谁是男生谁是女生很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也要问异性恋这种问题。对，毕竟我性格扭曲，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来出柜好了，我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一直没有跟你们说，就是我是异性恋。对，我就想说异性恋就不用出柜也要吧，所以我就出柜了。就是这样，蛮突发的。好玩吗？好玩啊！好玩，就是最喜欢跟大家讲一些怎么说呢？跟大家讲一些听起来很像开玩笑，但其实蛮认真的这个话题。对，我觉得不错啦。然后就是那次直播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探索的过程，我觉得有时候蛮爱分享的，讲一讲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对，有意义吗？我觉得应该有吧。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因为看了这个直播稍微更了解
就是世界上有不同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吧。对，所以我觉得意义是有的，而且我觉得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异性恋出柜这件事情，同时也算是有在表达一个，哇，我今天的那个语言能力好像比较差就是不是啊，就为什么只有同性恋要出柜不公平？对，我觉得有时候就蛮喜欢做一些违反大家直觉的事啦。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些违反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好像其实可以让大家注意到一些平常没想过的角度。对，所以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对，那流量呢，好像还好对，我本来想说，那标题有点耸动，可能也会骗一些人进来，但好像也还好。对，那累不累？不累。对，我就是跟大家啰里吧嗦讲一些我过去的经验跟我的想法。对，所以是不累，是不累。对，例如早餐吃咖喱，你说做一些违反直觉的事吗？我觉得啊，好啦，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那个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都是早餐吃咖喱。很简单，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都这样吃，然后我就会闻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香哦。然后那之后隔天开始，我就跟他做一样的事，因为真的太香了，所以我就抄袭他，我就模仿他，结果就变成我很爱早餐吃咖喱。对，就这样，就是这样子哦，非常无聊的一个原因。对大家可以试试看，蛮开心的。一早就吃很饱。很快乐哦，很快乐。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倒行逆施也是一种好尝试。对啊，我就觉得早餐吃咖喱也是很棒的事啊，这个也试过，不错吧？有那个浓厚的滋味，开启你的一天，你就会觉得吃到很多味道，就会觉得好有动力哦。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真的，请大家换位思考。对啊，我觉得可能我有一点喜欢做这种类似行动艺术的事自己讲。对，就是我很喜欢故意做一些刺激大家换位思考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做起来也蛮好玩的。我最希望可以吓到人了。对，因为有些人太习以为常，然后突然就会看到就会吓到。可是也许他被吓到之后，就是可以因此去有一些反思，或是去做点功课，也不错。虽然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但是我觉得只要比如说你这件事情让10个人觉得我想一下，比如说你做了很冲击的事情，然后可能让10个人看到的时候都想说哈是怎样，但是这10个人当中只要有1个人会真的想要知道是怎样，然后去查点资料的话，那就已经有建设性了。对，所以我觉得值得做，值得做。在不伤害自己的范围，还有不伤害其他人的范围内，可以多做做看这种事情哦。精神十足的开始一天。对啊，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这样吃，然后再配一个咖啡牛奶，就会觉得每天早上很有精神。好，我希望我近期可以找一天来做一样的事，怀念一下，重回一下那个滋味。好，发展性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只能出一次。除非我呼吁大家，就是就算是异性恋也可以一起出柜，好啦，是可以做做看这件事情。但是但这个就出柜只能出一次，然后好像也没有比起其他直播有真的特别更适合剪精华，所以发展性我是觉得还好，所以满足了3个，哇，怎么只有3个？这个只有 B 吗？这个居然只有 B 吗？但应该也不错了啦。现在的你可能只会从一早就8捆是那个 food coma 吗？就是血糖升高了，或是吃了比较多就觉得很好睡嘛，是这个意思。的确也有年纪了，可能就会很容易觉得饱了就想睡，因为我也是，有时候偷吃宵夜吃了就觉得特别好睡，真的会。好，再来。厕所鉴赏好玩吗？好玩！看大家的厕所，而且很意外的发现，大家为了就是投稿这个厕所鉴赏，还会为此特别打扫厕所，我就觉得好棒哦，太好玩了。
对，而且就是在看大家的厕所的时候，大家还可以跟我分享那个厕所小故事，比如说哪里曾经摔下来，或是那个平常怎么洗澡用那个水盆，哦，或是那个什么，或是那个玻璃马桶上面的贴纸都不会湿，哦，有这些小事，有这些互动，我觉得蛮好玩的。对，我觉得这是好玩，非常好玩的直播。对，那有意义吗？我觉得还好。啊，当然好玩也是一种意义啦。但是我这边想说的有意义，就是对于推动议题或者是比较教育性的意义。对，好，我改一下用词，我把它改成有教育性好了，这样比较不会搞混。下次可以看冰箱，好可以。有没有教育性哦？啊，抱歉，我觉得没有，好像没什么教育性，但是不影响它是一个很好玩的节目。流量的话也是跟平常差不多吧，但是还不错的一点是，就是感觉大家可能会为了想要看自己的厕所被鉴赏，就是被开箱，然后就会来，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对，是流量有一个怎么说呢，算是有一点加分嘛，对，流量上好像有帮到。好。累不累呢？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真的看看大家的厕所，然后真诚的发表一些感想，对，所以准备起来也没有真的特别累，所以还不错，不会累。然后发展性好像也还好，发展性就是看完就看完了，对，就也说剪精华好像也还好齁，对，好像也没有感觉到真的特别多适合剪精华的点，所以。教育性，我是觉得没有办法，不对，那叫什么？发展性，我是觉得没有办法说非常有发展性。这样是符合几个啊？这样是符合好玩、有流量、不累啊？这也是 B 而已吗？居然只有 B？ 嘿，目肚皮丁丁，目睭皮令令，是这样子吗？哦。是吃到那个肚子是拍起来可能比较硬的，然后眼皮就会比较垂、比较重、比较好睡是吗？哦，这个我没听过，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太好了。好，那之后在那个厕所是零零，目肚皮丁丁，目睭皮零零啊，原来如此。大家可以学起来，我觉得是蛮好用的，蛮喜欢这种有押韵的小意味，对不对啊？这真的要学啊！吃饱就想睡的意思啊！这我真的是平常的我啊。对，好，那么刚讲到就是厕所鉴赏之后，还有开过其他鉴赏嘛，就是包含后车厢的鉴赏，好像也就只有后车厢鉴赏。对，但可能就是大家不一定有那么多就是适合拍给我看的东西，对，所以后来开那个后车厢鉴赏的时候就没有收到那么多，对，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过阵子再做吧。我想说可能等我更大尾有更多人常来看之后，可能就是一次可以收集到更多不同的那叫什么不同的投稿，对，可能大家看起来也会比较过瘾，对，所以我可能短期内会比较不会开这个，对，那之后有机会还是想继续开，就是顺便跟大家唐突分享。虽然你们可能根本没有想要问，但我就是突然想讲，对，华语叫杜宝眼皮松啊，这个我也没听过，对，但杜宝眼皮松就没有押韵呢，就没有那么可爱呢。目肚皮点点，目睭皮零零，这个就有押韵，比较喜欢。厕所跟后车厢还蛮有趣的哦，还有0287晚安，也欢迎你来。对，我也觉得厕所跟后车厢都蛮有趣的，就是蛮喜欢偷看大家的隐私。平常都是主播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给大家看啊，偶尔就是换大家分享一下，好玩呐，好玩。对，投稿类的，好啦，过阵子再来开，好像有一阵子没开投稿了齁，对不对？好，有机会应该要再来开一下了。我再想一下有什么让大家都比较容易参与的主题。好，那再来重型杂谈，这个范围好广泛哦。就其实就是开成重型直播，然后在聊天而已。
对啊，对对对，就是虽然刚刚是说把我有开过的节目全部都 Q 这会，就是今天来一起排，但是就是性质一样的，我就会直接放在一起啦。比如说那个 Minecraft 的台语生存，我没有每一集拆开，就是我就直接放在一起。生 V 话题也是，我没有每一集拆开。对，好，那重型杂谈，哦，好像很久没开哦。对，但之前有开过的，就是那时候大家比较流行玩那个卡牌店模拟器的时候，我觉得一边开卡包，然后一边跟大家聊天，就这样，非常单纯，非常轻松，算轻松吗？也蛮轻松的，就是没有什么严肃的主题，一个非常单纯的企划，算企划吗？一个非常单纯的节目，对，好玩吗？还蛮好玩的啦，对，就是一边摸鱼一边跟大家想到什么聊什么，对，然后如果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就蛮适合大家，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跟近期的事的，因为就本来就没有特别设定一个主题，所以就蛮适合大家可以来闲聊，对，就是一个闲聊节目，对啊，有时候了解一下你们的事也蛮有趣的啊，就真的是把你们当朋友，所以好玩。有没有教育性呢？应该是没有啦，就真的是闲聊啦。对，所以教育性没有啊。有流量吗？原本想说要做重型的，就是直的杂谈，就是为了想要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那个直播开直视的，对，如果直播开直视的，它可能就会不是直视跟女仆的那个直视哈，它是画面是直的。如果开直视的直播的话，就是滑那个 shorts 的时候会滑到。原本就是想说冲着这一点看有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流量，但我觉得还好好像可能因为就是大家滑一滑，看到一个人在边开卡包边聊天，就不会特别想要继续看，所以我觉得直视杂谈好像流量也没有特别多。那累不累是不累啦，因为就真的是闲聊。那有没有发展性？也还好。对，当然就是闲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适合剪精华的段落，但是这个对每个直播来说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并没有比其他直播更有发展性，所以很遗憾它只得到2个，它只符合好玩跟不累，所以它是 C。好， 2.0 后日谈，那我们要先讲 2.0 吧。2.0哇，2.0 那个人形化直播好玩吗？啊，好玩，真的好玩。大家应该也觉得看了很好玩吧？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有哪个是标准答案吧？可以讲一下吗？好玩吗？好玩吧？知道要说什么齁？这样威胁观众。好，不过这个真的做起来我也觉得蛮好玩的。对啊，感谢伊里说好玩喜欢，对，伊里也有参与到这个 2.0 的人形化的一部分，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没看过的话就一定要去看一下。对，就是真的蛮感谢伊里的，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努力的想要营造一个真的是吃流水席的感觉。对，然后就有邀请伊里来担任这个迎宾人员。对，真的是很感谢伊里，就是我想要找他帮忙的时候，真的是很阿莎里都会帮忙。对，我又蹭到了。真的感谢伊里，真的感谢伊里。对啊，这个想法很酷嘛，谢谢，是你不甘嫌啦。对，然后就真的很好玩。我自己准备的时候，虽然准备超久的，但是准备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有趣。虽然最后那个马铃薯老师可能有被我虐待过头了，有点跑不动。对，但是我觉得整个节目是很好玩的，希望你们也觉得。那有教育性吗？没有。没有吧？对，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秀啦。对，但是教育性的话，我是觉得不太有。对，那有没有流量啊？有，那天流量真的不错。对，毕竟是盛大的活动嘛，然后画面上跟节目安排是真的蛮精致的，所以肯定是蛮有流量的。对，而且就有预感会有人想要来听我唱歌，也确实有。对，所以蛮赚的。对，所以是好玩，然后又有流量。累不累？累死了。对，因为那个要准备的素材跟画面是真的蛮多的，然后练歌也是有认真练，而且几乎每一首歌，是几乎吗？是确实每一首歌都有上字幕。对，
唱的每一首歌都有上字幕哦，这个真的好累哦，做起来很累，对，所以不可能说不累。有没有发展性？也没有，对，就是开完一次好像就没了。有，可以拿来后日谈啦，有发展性，对，就是可以后日谈再蹭一次自己的流量，以及到时候哪根筋不对的时候，或是大家真的吵着要的话，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就是什么隔了1年之后来回顾一下当初人形化，所以算是有发展性吧，应该算是有。对，好啦，算它有发展性啦。那这样符合几个？好玩，有流量，有发展性啊？怎么只有3个？可是它实在是太好玩了，然后太酷了，我们偷偷给它升级好了。我们不要把它放在 B， 我们把它放在 A 啦，所以给它一点尊重。毕竟这么盛大，准备的这么好，对，我们偷偷把它塞到 A。好，再来 2.0 的后日谈。这个后日谈在干嘛嘞？这个就是 2.0 的直播完之后，来回顾一下当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每个段落安排的时候在想什么，或者是大家有没有错过一些彩蛋之类的。对，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花絮嘛，就是 behind the scene 的那个节目，对，有点像这样。好玩吗？也蛮好玩的，因为我就蛮喜欢跟大家分享，就是安排节目的时候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设计的小巧思。对，所以自己也讲得很开心，所以这个肯定是有符合好玩。那有没有教育性呢？这算有吗？跟大家分享我那个设计的时候在想什么，这件事情算有教育性吗？好像不能算呢，那好像没有诶。那有流量吗？好像也没有比平常多很多，就是来看的人也主要就是本来就有想要看我的人，对，并没有比平常多太多流量。不过的确是不累啦，的确是不累，因为就是把自己当初怎么想的把它讲出来而已。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好像也没有，也没有真的很特别适合剪精华的地方。然后之后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把这个直播剪回来用嘛，所以也不算特别有发展性。那就这样算只有符合2个呢？好玩跟不累呢？怎么很多都是只有好玩跟不累？好吧，那这就是 C 级。好，再来，这个是什么直播？有人记得吗？这个是那时候中文版 Lemon 很红的时候吧？中文版 Lemon 那时候大为轰动啊，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直播，叫做转到中文版 Lemon 直播就结束，因为那时候有人发了一张图，叫做那个 Lemon 的俄罗斯转盘嘛，对，就是那个俄罗斯轮盘，就是你拿那个左轮手枪，然后里面应该会有6个可以塞子弹的位置，然后你塞1颗，你就把它转下去，然后对自己的头开1枪，你就有1/6的几率会数掉，对，就是这样子。是的，所以就是放了5首原版的 Lemon 跟1首中文版的，就叫做俄罗斯转盘。对，然后我就弄了一个这个播放清单，然后转看啊，转到中文版的就唱一下啊，唱完就结束了。对，这个直播更短，这个直播比那个简要告知更短，这个才7分钟吧，还是5分钟？这好像才7分钟就结束了。非常完美的节目，对，好玩吗？超好玩，对，而且我还吓死大家。那时候还有人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偷看我的台，然后跑去厕所想说放出来听一下下，然后就突然就被我那个高歌吓死，被我大声唱中文版 Lemon 吓死，对，超级荒谬直播啊，就很好玩嘛，我就喜欢做一些荒谬的事嘛，对，有没有教育性啊？怎么可能？有没有流量？我觉得好像还不错诶，那次还蛮多人来看的，可能这个主题太棒了，而且我自己猜的啦，我想说这个直播只有7分钟，应该会蛮多人想补档的吧，会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累不累？不累，虽然唱到最后喉咙很沙哑，因为唱得很用力，但是准备这个直播也不怎么累。对，这个而且只要7分钟就可以下播了，很好很好。有没有发展性呢？应该是没有啦，它也没办法拿来剪精华它正片也只有7分钟好啦，这样有符合3个好不好？好玩，有流量，不累，好，它是 B， 超荒谬的，没错。
希望以后可以多做荒谬直播，大家应该很喜欢吧？怎么办？我讲不完呢，怎么这么多？原来我做了这么多直播。好，创作果酱后日谈，创作果酱后日谈，这个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叫那时候就是程序员，也是一个 VTuber， 就是他发起了一个创作果酱的这个算是挑战吗？就是大家在1个月内呢，可以试着做一款游戏，或者是做影片，或者是画画，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 Game Jam， 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开心的参加了，然后我就找了陆刷跟伊利，请他们不好意思请他们来帮我画游戏的美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游戏，然后 Ikusen 就是他会编曲，然后就制作了游戏的音乐，对，然后做完之后，这个游戏上架之后，就邀请大家来后日谈，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做这个游戏的。对，好玩吗？好玩，好玩，包含整个 Game Jam 的过程都很好玩。对，那有没有教育性呢？我觉得有点难判断。铁蹄阿梦晚安，你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就顾不看。对，我有点不确定，就是分享那个设计过程算不算有教育性因为可能大家没办法直接从就是我们分享一些小巧思的过程中真的学到很 hardcore 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算，对，那有没有流量呢？有，我一次蹭3个人的流量，对，那次直播的流量我记得是还不错的，对，所以这个有流量，对，那累不累呢？也不累，因为就是做 Game Jam 的过程比较累，可是做完之后跟大家分享那个当初制作的过程这件事情不累，所以直播本身没有累哦。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呢？好像也还好，就是它也没有办法拿来做回顾，或者是再剪成长精华，所以我觉得发展性也没有特别多啦。所以单论这个后日谈直播的话，好玩，有流量，不累，有符合3项，所以它在我心目中是 B 级。对，我好像可以从这边放，不然等一下会不会塞不下？好，我们等一下再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对啊，这个 B 级是单指这个后日谈的直播哈，不是说创作果酱。对，创作果酱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 S 级的，对，太好玩了，而且从中真的是有学到蛮多东西，有得到很酷的经验。对，但是单论后日谈的话，我先把它放在 B 级。好，再来重大告知，这个重大告知是4月1号开的啦。4月1号开的，所以是在玩，那真的很好玩。这个重大告知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3人组成立了节瓜沙拉这个偶像团体。对，现在讲一讲也是觉得很荒谬。对，很好玩。那没补过的朋友可以去补一下哦，或是你不想看正片，你只想看花絮的话，我还剪了花絮纯享版，可以去看。对。好玩吗？好玩，那不用想，有看过的都知道多好玩，这一定好玩。对，有没有教育性？不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育意义啊，就纯好玩。对啊，流量的话，我一次蹭2个人流量，也是蛮不错的，那次也是蛮多人来看的。对，而且有跟大家有这个躲猫猫互动的环节。对，这场直播的流量我是觉得不错哦。对。那累不累呢？我觉得没有到很累啦，虽然准备那些出逃我准备做在出逃来玩弄大家，但是准备出逃的过程就也没有到特别累，就真的是蛮好玩的。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呢？这个可能明年不能再照搬一次，可能明年要有新的出逃。怎么一直在讲出逃这个字？大家学会了吗？对，明年要再有新的玩法啦，所以。没办法直接捡回来用，然后也没有特别找到很适合剪精华的地方，所以发展性好像也还好。好啊，这样符合几个？好玩，有流量，不累。哇，又 B 级，怎么那么多 B 级？哦，他直接帮我换行哦，太棒了。好，我们等一下画面塞不下怎么办啊？到时候再说。好，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我们的
哦，二选一，二选一，对，我没有那个叫什么，我没有口疾，真的是二选一，二选一，对，这个直播蛮疯的，对，那时候就是我发现那时候蛮多人流行，就是开二选一台，然后就是会开台跟大家一起来，就是从2个东西里面选一个，然后最后看最喜欢哪一个，对，大家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啦，对，那。我就想说，我要做就要做荒谬的，没错，又要做超级荒谬直播，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二选一，二选一，里面有8种不同的二选一。对，那我要怎么把这8种二选，我怎么知道这8个二选一里面我最喜欢哪几个嘞？那我只好全部都玩一次咯，所以我就在这个直播里面就是狂玩二选一，玩到快累死了。那时候开了几个小时，反正就开成变成耐久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自虐节目。对，如果大家想要配饭，然后你吃饭需要吃3-4个小时的话，可以看。好，可以一边工作啦，可以一边整理家里一边听啦之类的，我不知道。对，希望大家帮我补档，好不好？对，好玩吗？好玩。对，做一些荒谬的事情就本来就很好玩，然后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什么，所以肯定是好玩的吧。对，有没有教育性呢？当然是没有，这是一个纯娱乐节目，对，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流量吗？我记得那天也蛮多人看的，果然大家喜欢看这种自虐节目吗？还是因为二选一真的太酷了？对，还是因为开耐久台可以一直吸大家流量，也是有可能哦，也是有可能。好，那累不累呢？累死了，所以这个不是人开的。有没有发展性？我是觉得好像也还好。对，当然类似的事情可以再做啦。对，那我可能会开比较普通的二选一台，这样符合几个？这样符合好玩，有流量，没了，只有2个。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很想把它放在 D 耶。我们先给它 C 好了。完蛋了，放在 C 跟 D 的，是不是代表以后比较难有机会开？我的天！好，再来恐怖游戏，喜欢看恐怖游戏的。我觉得我今天好像特别啰嗦，所以需要多喝点水哦。我喝一下。喜欢看恐怖游戏的，发表一下，好不好玩？好，我来评价一下哦。对，虽然我目前只有玩一个嘛，我只有玩那个 The Boba Tea Shop， 然后我被吓得半死。对，但是这流量真的是不错，而且有人蛮爱看的，好像要再开耶。大家可以去我的 Discord 我的 Discord 可以推荐我恐怖游戏哦，谢谢，拜托了。好玩吗？好玩啦，虽然我很怕，叫到不行，我真的是被吓到不敢半夜起来尿尿，但是好玩啦。我其实蛮喜欢玩恐怖游戏的，信不信随你。对，有没有教育意义？当然是没有啊，但是流量还不错。对，我就知道有很多人爱看别人玩恐怖游戏，爱看别人受苦受难。对累不累？也不累啦，就确实是在玩游戏。虽然被吓到很刺激，但是那个不是累，所以没问题。怎样，欧拉夫？你要推荐我你的珍藏的那个私房的那个恐怖游戏是不是？你看我吓到讲话都结巴，接受推荐。我如果不知道干嘛，我就会开恐怖游戏，好不好？他教我做奶茶，这样算有教育意义吗？它的配方超奇怪的，好不好？我还记得它的绿茶是怎么做，它的绿茶是红茶加绿茶粉，哪有这种绿茶？不可能，他教你乱做，哪有这种？而且它的摩卡也很奇怪它的摩卡是美式加巧克力呢，没有加奶呢，跟我认知的摩卡差很多对，我觉得他都教我乱做，我觉得这个教育意义我不同意，我没有办法。好。有没有发展性我觉得其实算有因为恐怖游戏播完之后，就会有很多适合剪精华的地方，比如说什么讲说我一定不会被吓到，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被吓到，然后这个就很适合剪精华，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蛮有发展性的哦，很适合捡回来，有很多精华段落。好啦，这样符合几个？好玩，有流量，不累，有发展性哦，符合4个。我的天，它居然是 A 级耶！是代表我要多开一点，是不是？啊，你看又可以21剪辑了，太好了。好，那个如果爱看恐怖游戏的人有在看的话，可以把这个时间记起来。我现在甚至还有提供大家这个时钟，大家如果有需要21剪辑，想要知道几点几分可以看这个时钟哦，非常方便哦，谢谢哦。好，我们继续。好，再来。哇，这个大家记得吗？这个我觉得记忆点可能没那么深哈。对，这个是5分钟一个话题。对，这个也是闲聊啦，但是我就是准备了一个转盘，然后就是聊天只能跟你们聊话题，只能5分钟聊一个话题，然后5分钟到了就要立刻再转那个转盘换一个话题，也就是一直非常唐突，就是会一直转到话题之后就会说，你知道吗？然后就开始讲一些没有人知道，然后可能也不想知道的话，对，好玩吗？是蛮好玩的。你们会想要再看这个吗？如果有看过的人，然后想要我再做类似的，可以跟我说，我就可以再开一次。对，所以好玩肯定是好玩的。对啊，教育意义不用想了，这个纯娱乐应该是没什么教育意义。对，但是那一次的流量好像就也普通啦，就是平常就喜欢看我的人就会来看。对，可能这个主题对大家来说吸引力就还好。对，我不知道。对，累不累是还好啦，就是真的是纯闲聊，没有到很累。对，那发展性的话，好像其实还不错因为每一个话题都只聊5分钟，那个长度其实好像蛮适合拿来剪成精华的吼。对，我也确实有从那边剪出 shorts 精华啦，所以发展性好像意想不到的蛮有发展性的。好，所以这样就只有符合好玩跟有发展性吗？好，它居然是 C 级而已。但是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再跟我说。不对啊，它不累啊，好玩不累，有发展性啊，它是 B 级，它是 B 级啊，太好了。好，那大家有喜欢多看的话，可以跟我说，可以再多开一点。好，再来告解台，告解台这一台在干嘛呢？这个时候这一台本来是想要玩一个我新发现的手机游戏啦，就是一个祷告模拟器，对，就是可以祷告，然后就会有好事发生。对，但是因为我开不起来，马铃薯老师开不起来，所以就没有开游戏。对大家有来这一台吗？我记得那时候有开那个给大家可以告解，给大家可以投稿自己遇到的烦恼啊。5分钟是你第一次跟台啊？真的假的？你有喜欢那次直播吗？你看的时候有觉得很好玩吗？有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可能可以再开哦。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再开一次，我觉得可以。这个也可以找来宾呢，其实就是跟来宾，但是就同一个话题只能聊5分钟，其实好像也蛮酷的。该哦。好啦，有机会再开这个。好，那刚刚说的告解台，对，这个就是有开一个表单，然后大家可以告诉我最近的烦恼，或是最近做了什么坏事。对。如果下次还有这一台的话，我应该要穿个修女装，比较有气氛。嘿，好不好玩哦？应该不能说好玩，因为就是有一些人投的烦恼是真的有在烦恼的，对，所以会就是心情上会觉得要认真对待啦，所以应该不能说是好玩。对，那有没有教育性呢？我觉得还好。0287觉得蛮有趣，是说那个5分钟一个话题，对不对？好。我突然也觉得好久没开这个了，该开了。我安排一下，我找机会邀一下别人来好了，感觉这个有来宾一起玩也不错哦。好。告解台有没有教育性呢？应该是没有，对，没有特别推动什么议题。对，那流量的话好像也还好，可能真的要等我就是更大尾的时候再邀更多人来投稿啦，对，到时候可能规模比较大，节目会比较好看一点。好，再来，累不累？是没有很累，因为就是真的是认真的就听一下大家的烦恼，然后认真的回应。
对，就准备上也没有真的太消耗心神，所以不算累。那有没有发展性呢？我觉得告解台好像没有很适合剪精华，对，因为就是大家都是投个别的认真的烦恼，所以就虽然有一些投的很明显是来开玩笑的，好啦，那种可以剪啦，但是基本上这个节目的调性应该不是拿来就是剪一些搞笑精华的，所以发展性好像也还好。对，不过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是之后可以再开。好，这个符合几个？这个只有不累耶，这个怎么只有不累，其他都没有符合？好，先把它放在第一集。好，再来。好，这个我放的缩图是梦回咖啡店打工，那时候玩了一个做咖啡游戏嘛。对，那其实这个就是任何一般的玩游戏啦。任何一般的玩游戏好玩吗？好玩。有教育性吗？没有。有流量吗？不太好。对，因为玩游戏的直播好像通常流量都没有杂谈那么好。对，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很常开游戏直播，其实也是因为流量的考量。对，那累不累呢？当然是不累啊，就是真的是认真在玩游戏。对，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虽然我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蛮多做咖啡的时候会遇到的，就是实际经验的。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呢？其实好像也还好，因为游戏精华，游戏直播本身的流量，至少在我自己的台没有像平常的杂谈那么好。精华也是，就是游戏的精华好像也没有平常那么好。对，所以可能也不会拿太多游戏台来剪精华，所以我觉得发展性其实也没有很多。这样符合几个啊？好玩跟不累啊，只有符合2个，好吧？那这个也是 C 级。好，鼠会晚安台，鼠会晚安台在干嘛？就是晚安台，就是大家可以说晚安嘛，然后大家说晚安就会有那个计数器，对，然后计数器有记到几个晚安就会画几张图，这是鼠会晚安台，对，然后我是用那个滑鼠在小画家画图哦，对，然后大家说晚安的时候是可以许愿点图的啊，也可以不许愿，不许愿就是我自己想到什么画什么。好玩吗？好玩。有教育性吗？我觉得还好。对，虽然可能可以让大家看到的是不用很会画画，也可以拿起画笔哦。这个算教育性吗？我觉得也许不算。好，那它没有教育性。不过晚安台的流量还不错晚安台可能因为就是大家在聊天室可以说晚安，然后就是会让聊天室一直有在动嘛。而且画画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喜欢看嘛，就是可能看我画画会有蛮多想法可以在聊天室分享，所以感觉流量还不错哦。好久没开晚安台了，是不是该开一下？对，那累不累呢？其实也没有到很累就是画画图。对，不过因为晚安台开一开都会变得有点耐久，就是太多人说晚安的话，就会有画不完的图，所以是有一点累啦。开起来就会变成好几个小时。对，好吧，那不能说不累哦，那不能说不累。那有没有发展性呢？如果之后画技变好一点的话，也许那些图可以有其他的妙用，那也许算是有发展性。这个可以多想一下，而且这种类型的台好像可以多开一点，对，可以一直捡回来用。好，所以它的总分是什么？好玩有流量有，然后有发展性，哇，只拿到3分，那它也是 B 级，我的天！好，再来歌回，泛指所有的歌回。歌回好玩吗？好玩，对，唱歌给大家听，然后大家也爱听，就蛮开心的。对，歌回肯定好玩。那有没有教育性呢？有没有教育性？应该是没有。对，虽然我会多唱一点台语歌啦，但是我觉得唱台语歌对于大家有没有很想学台语，或是大家觉得台语是不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语言，感觉光唱台语歌其实帮助还蛮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在议题推动上跟教育性其实都还好，所以我不会说它很有教育性。不过有流量是真的就是开歌回流量都比较好大家可能喜欢听主播唱歌吧。那不累，其实有点累，因为我都会先练歌，我是会
蛮紧张的嘛，就是蛮怕出彩的，所以歌回的歌我其实事前都会先练过，而且我会有一些如果有和声的，我其实会就是偷偷混一点和声进去，对，所以其实是有花比较多功夫一点，所以歌回其实比起很多台来说是比较累一点的，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呢？确实是可以拿里面的段落来剪歌回精华，对，所以单就这一点，我其实觉得还可以说有发展性吧。就是这个歌回录完之后，就是直播完之后，那个录影档是还可以继续拿来做其他的妙用的，对，所以我觉得算有发展性。好，那这样有符合几个？好玩，然后有流量，然后有发展性啊？怎么只有3个？毕竟教育性跟类嘛，所以好吧。好，再来那五颗零，哇，那五颗零我很喜欢这个节目主要是因为那个谐音真的太赞了 ，Now Calling 那五颗零，非常满意。对，大家有喜欢这个谐音吗？我很需要认同感，请大家给我一点认同感。好，那五颗零，对，这个节目在干嘛呢？这个节目就是我会找不一定很熟的 VTuber 朋友，也不一定只有 VTuber 朋友，就是我希望之后可以多找一些特定领域的专家啦，可能主要还是台语相关的啦，但就是希望可以找人来聊天，对，找人来聊天的一个节目，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对，但基本上就是2个人，然后没有特别准备脚本的，真的是闲聊。对，谐音梗很赞哦，谢谢，我自己非常满意，谢谢你给我认同感。对啊，就是如果是有比较特定领域的来宾的话，我还是会准备一下特别想问他的问题啊，我就真的问一问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还不错啦，有蛮多集都是有让我自己学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对，那好玩吗？好玩，对。就是跟一个人算深入吧，就是促膝长谈，好好认识一下，这个感觉蛮快乐的，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节目。对，那教育性的话，也要看集数啦，对，就是有一些找来的来宾会特别对某些领域很有钻研的话，就会变得蛮有教育性的。对，但可能同时娱乐性就没那么高。对，但我自己还是觉得不错，应该平均算蛮有教育性的吧。这个主题，对，有一些比较有关心议题的来宾也会多跟他讲议题啊，所以好像还不错哦。肖月，晚安，欢迎你来。你好啊，对，肖月也有来过我们的那个那五颗脸，对，没错。就是那次也是聊了蛮多台语的相关的主题的，所以大家有喜欢的话，就是可以来看看，好，早安啊，斯洛姆，你好，欢迎你来。我还没有跟斯洛姆聊过那五颗脸好，如果你有兴趣，我们有机会好像可以来。对，那基本上就是那五颗零，我都是好像主要都是只让来宾来一次，对，好像比较没有在2刷的，虽然也没有说真的不行啦，对，那有机会的话可以。你来被火蛇骚扰了，是没错，他那时候快被吓死，好好笑，我把他弄到很紧张啊，太好笑了。对，大家可以补档，我觉得那次真的蛮好玩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教育性，对不对？我觉得教育性算有，然后流量的话，我觉得也有，就是因为这个节目也是在跟来宾互相蹭流量，所以流量肯定是有的，对。然后累不累？这也不会很累，因为就真的是很像就是朋友，然后刚认识，真的在好好认识这样子，然后就是互相问问题，互相聊天，所以这个也没有真的特别累。我觉得真的是个就是CP 值很高的节目，没有很消耗心神，但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对，那发展性的话有就是闹科林里面也有蛮多片段都蛮适合剪精华的啦，只是我自己目前现在剪不完，对，所以会没有办法每一集都剪精华出来，对，但之后如果有人想要帮我剪，或者是什么，如果有人想要帮我剪，或是我更有钱可以委托别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吧，对，然后我很惊讶的发现。那个萧月明明有来过闹科林，但我居然没给他扳手，怎么会这样？对，失敬。对啊，拿到扳手就是可以被我使唤了，可以帮我管秩序，谢谢。好恶劣的主播，塞工作给别人做，还叫观众出道，哇，哪来这种主播啊？好啦，所以闹科林有没有发展性？我觉得有啦，我觉得有。对，而且有时候跟刚认识的 VTuber 朋友聊一聊之后。就会有新的合作的想法，对，我觉得是会有蛮多意外收获的，所以我觉得闹科林是个比想象中更有发展性的节目。虽然好几个礼拜没有做这个单元了，但我有机会应该要来再排一下新的。好，所以好玩，教育性不一定，但常常有，然后有流量，然后不累，然后有发展性，哇，完美节目 S 级，太好了。谢谢大家借我蹭流量。好，再来晚安台，但是是 RPG Maker 的晚安台。RPG Maker 晚安台，那时候在干嘛？那时候就是那一阵子我在弄 RPG Maker 嘛，那时候想要做台语的 RPG， 然后进到这个捏装备的环节，就想说跟大家开个晚安台啦，然后每那个计数器每多一个晚安就多做一支装备。开一开就理所当然的就也变耐久了哦，好累哦。对，好玩吗？是蛮好玩的。然后每次开晚安台都会有遇到新朋友，对，所以好啦，好像应该多开晚安台。好玩的地方就是会遇到新朋友来打招呼嘛，对。然后做装备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就让大家可以许愿或是跟大家聊聊，这点也蛮好玩的。对，那有没有教育性呢？好像还好，对，就是大家看我捏装备，好像也不会因此就学会怎么做 RPG， 所以我觉得教育性是没有，对，那流量不错啦，晚安台流量都不错啊，就是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打招呼，然后同阶都会成长的算蛮好看的，对，那累不累呢？一定累，晚安台就是很累，对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晚安台就是有流量，但是好累哦，对，那有没有发展性？好像还好，因为 RPG Maker 做出来的装备不像鼠会晚安台，就是可能画出来的画可以有其他的用途，比如说鼠会晚安台画出来的画有什么用途呢？比如说可以让观众拿去当大头贴，或者是那个横幅，对，所以RPG Maker 就没办法，所以它的发展性好像意外的反而再低一点，这样符合什么？这样有符合好玩跟有流量，哇，只有符合2个，那就是 C 级啦。哇，是不是塞不下了我的画面？哇，我要瞧一下画面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挤，请让我瞧一下我的视窗。好。这样应该看得到吧？等一下，上面怎么被切掉了？好，这样应该好一点。OK。再来，哇，再来是用台语打电动聊天电。对，那好玩吗？好玩。对，用台语打电动。就也确实是在玩，然后就也是有在享受游戏，对，所以这也是个好玩的节目。然后教育性我觉得有啊，因为我就跟 Minecraft 是一样的，就是有没有就会觉得台语可以拿来做一些不同的事，尤其是拿来做娱乐这件事情，对于让大家就是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讲台就。在不同的场合讲台语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虽然稍早已经讲过，但是我不介意再啰嗦一次，就是
我会觉得台语不应该就是只有在教室里，或者是在念一些课文的时候拿出来用，它应该可以被拿来玩，对，包含看搞笑影片或者是打电动都可以用。对，我觉得这个对于让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接触台语蛮有意义的。对，而且它是有台文界面的游戏，所以我可以直接开台文版的，然后看不懂台文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我可以直接念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教育意义、非常重要的节目。流量的话就还好，因为毕竟是玩游戏的啊，毕竟我玩游戏的直播流量就是都没有那么好，所以不能说它有流量。对，那累不累呢？除了最后打岛田一直打不赢之外，是都还好啦。最后打那个最终 BOSS 一直打不赢，是有点心灰意冷，那个时候比较累。但除此之外，是玩游戏就没什么好累的。对，那发展性的话，好像也不错啦，是也会有一些适合剪精华的段落，但也是因为我目前剪不完，所以没有剪。所以这样符合几个？这样除了流量没那么好之外，其实有符合4个欸。哇，那这个玩台语版电动是 A 级的，原来是 A 级的。好，再来 Keep Talking and Nobody Explodes。对，这个也是用台语玩电动。这个好看，这集很好看，大家可以爬一下，可能比较前面一点，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宝箱形态。对，那次是找了伊里跟君莫跟那个阿修罗赖吧，就是一起来用全台语玩这个拆炸弹游戏。这个超好玩的。对，好玩吗？好玩。有没有教育性啊？有啊，又用台语跟大家玩游戏了。大家那个看完这个直播就学会用台语拆炸弹咯，对不对？非常有教育意义吧？对，你们有看过这个吗？这因为比较早期，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没看过。那我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就是好像可能有很多人来看我的台是想要看一些台语相关内容的。但是因为现在的我做台语的相关的节目没有最一开始那么多，对，所以如果你们不满足的话，有时候可以去翻一下以前的，对，以前也蛮常用台语玩电动的，有喜欢看可以看一下。不过我现在也确实有努力想要多做一点，更多就是用台语跟大家互动的啊，这个等一下再讲，好啰嗦的活蛇，对，好啦，好不好玩啊？好玩，教育性啊，有教育性，大家玩完就会用台语拆炸弹。有没有流量啊？有，蹭大家流量，这好玩，这好玩。对，那累不累呢？啊，这不累这个游戏真的就是玩起来就是也不会特别累，因为就是一个算小品游戏啊，虽然就是会有点些玩 gay 姐，好像也没有真的吵起来，但就是好玩。对，有没有发展性哦？应该是有一些适合剪精华的段落，但我们那时候没有把它剪出来，就是那叫什么力气不够啊，所以没有去把它剪出来，有点可惜。对，但我觉得是有发展性的，好，这样符合几个哇，它全都符合，又一个 S 级节目，太好了。那我应该要多找别人用台语玩电动。好。对，我今天排这个那个叫什么战力表排一排，也是顺便让我自己知道哪些节目应该多开一点啊，赚烂了。好，再来金曲奖歌词赏析，说实话好玩吗？还好，对，因为歌词赏析是会感觉是比较认真、比较正经一点的节目啦，就是也不能太乱讲，对，所以就是比较认真的在解读歌词，对，所以我觉得金曲奖台语歌词赏析不会说是很好玩、很轻松的节目，对，但是有教育性啊，有教育性，真的蛮有教育性的。对，就是因为毕竟我有一些台语文相关的知识嘛，所以他的歌词是写台文的啊，我就可以趁机跟大家分享我的知识啊，然后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写，可以跟大家啰嗦一下。对，所以我想是蛮有教育性的，但流量好像还好可能大家对金曲奖的台语歌也没有那么热爱，所以那时候开的同阶也没有很高，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有流量的节目。对，那累不累呢？小累，因为要认真做功课，对，是需要认真做一下功课的。
所以准备起来有一点累，对，但是有没有发展性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啦。我觉得这个直播完之后，其实好像可以再把它剪成影片，有点像深 V 话题系列的精华这样子，就是把它从直播剪成更精致，然后更截取重点的这个知识型的横式的影片，其实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教育性跟有发展性的，但是很累，然后因为比较正经，所以不算好玩，然后流量又好像没有很好，所以哇，这只能算 C 级吗？我的天！再来，我们下一个节目《灰记爱开杠》，灰记爱开杠，这是一个目前已经进行了3集的节目，算是有点新的节目吧。对，这个节目在干嘛呢？这个节目就是我每次会找3位不同的朋友，然后来跟我用全台语聊天啊，就这样讲完了。对啊，但是通常的流程就是会先玩一个破冰游戏，对，可能有点类似真心话大冒险之类的。对啊，破冰完之后，我们就真的闲聊啊，就把它就是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就是用全台语聊聊天。好不好玩啊？好玩呢、找一群朋友来一起聊天，这能不好玩吗？肯定好玩。对，我自己也是每次都很享受这个节目。对，那有没有教育性？肯定也是有的吧。首先就是大家就是听主播用台语聊天，泡泡耳朵，那个台语能力也会默默的进步吧。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教育性，就是大家就可以学会新的那个破冰游戏哈。爱开杠很 chill 哈，我也觉得蛮 chill 的，蛮喜欢这个。你说听他开杠也会觉得很 chill 吗？太好了。对，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有那个就是悠闲的跟朋友聚会的那个叫什么气氛？对，然后对，大家也可以看完这个就可以学到一些算是破冰游戏啊。之后你想要跟其他人用台语聊天互动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破冰游戏去破冰。哇，我在讲什么？好，所以好玩，有教育性，流量也不错。因为我一次蹭3个人流量啊，赚烂了。对，蛮喜欢这个节目的。对，然后不累也不累耶，真的不累耶，真的是就是把大家当朋友，然后邀请大家来聊天而已。所以准备上也不用真的特别耗费什么精神。对，就约时间会稍微有一点那个行政工作啦，但那个还好，那对我来说还好。对，然后发展性我觉得其实有，虽然我没有很认真的就是去挑那个好笑的段落来剪精华，但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就是可以帮我留意一下时间轴。对，可以丢在我的 Discord 有那个剪辑，那叫什么？我的 Discord 有一个频道是可以让大家放剪辑片段，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哪个时间点我们讲了什么话特别好笑的话，可以用那个 YouTube 内建的剪辑片段功能把它截下来，然后就可以贴到我的 DC。那我就有机会要剪精华的时候，我就会从那边去找。对我来说会蛮有帮助的。如果大家很想帮助我的话，除了给钱之外，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哦。这样蛮有发展性的，我认真觉得，就是跟朋友自然聊天，就是会得到一些娱乐效果，就讲一些很好笑的话，那个就很适合剪。对，而且又是台语的内容，又蛮有营养的，对，就会蛮希望可以多剪一点。哇，那这个也是 S 级耶，我发现我的 S 级都在蹭别人流量，果然很爱蹭别人。好，又一个 S 级节目，太好了。再来考难系列，对，这个第1集考难好精彩啊！如果有人不知道考难在干嘛的话，就是我是男的啊，我会考大家，所以我是考难。对，这个考难出动的系列呢，就是我会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玩卡户特。对，我会用卡户特就出一些题目来考大家啦，然后尽量目前为止每次都有找一位来宾，然后就是来宾跟观众要互相决斗。对，考难也很好玩哦，没错，伊里也有来当过考难的来宾。对，那时候是考大家有多认识我，想说来看看那个算是平常跟我称兄道弟的伊里是有多了解我啊，还真的蛮了解的。对，
好玩好玩，真的是好玩节目。对，最近有机会想要再开呀、好玩吗？我一直讲好玩，那肯定好玩的吧？对，其实我蛮喜欢出题目考大家的啦。对，我就喜欢把大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对，所以考男是好玩节目，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教育性吗？要看呢、要看集数哎。对，有一些集数是有在做一些教育性啦。对，比如说上次有那个教大家有礼貌的，这个应该蛮有教育意义的。对，而且那时候还演了一出礼貌大戏呀、对，不过如果像是那个考男第一集好没营养哦。考男出动的第一集是考离屋台语耶，你想说考台语是怎么会没营养啊？因为那个题目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啦，那个蛮好玩的，对，哇，好吧，算是有教育性吧，因为有一些主题是蛮有教育意义的。那有机会我会多开一点有教育意义的啦。好有没有流量？有，因为每次都会找来宾来，所以每次都可以蹭来宾的流量。而且，如果大家有想要参与这个Kahoot，想要被我考的话，就可以来，对，就可以来。所以我感觉开考男的流量是还不错的。好吧，那我应该多开一点。那累不累呢？准备的过程其实有点累，因为要准备题目。对，所以好像不能说不累耶，那我只好把它算成会累哦。那发展性的话，感觉普通感觉好像也没有真的，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个非常适合剪精华的段落。可能因为找来的来宾都蛮有礼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很爆炸性的发言。那之后大家来当来宾的时候，可以不用有礼貌，这样就会有娱乐效果了。好，这样是几分啊？好玩，有教育性，有流量，但是有点累，然后目前感觉没有特别的发展性哇。不过这个系列真的是蛮适合一做再做的，就是每次是换不同的主题没有错，可是这个概念可以一直永续使用。那好像要算它有发展性好，那这样要给它4分，给它4分的话就是 A 级。好，再来教韩系 VTuber 用台语谚文学台语我还蛮喜欢这张缩图的。对，大家如果去看我的频道的话，这是我的就是最早的一个联动直播。对。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在干嘛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写台语的方式还蛮多种的。如果你有在那个国小的台语课本看过台语课本的话，就会知道有罗马字，就是教育部台罗跟那个汉字，跟那个叫什么方音符号，长得像注音的，对，那就是比较完整的注音，对，符号比较多的注音啊。总之，写台语文的方式还蛮多种的。那其中一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用韩国发明的谚文来写台语。对，那时候呢，我就邀请了一位好像很熟悉韩国文化跟很会韩语的 VTuber， 然后来教他那个系统。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对，我们就试着用台语谚文来教他一点台语。对，那好玩吗？好玩，这个不错的节目。对，那教育性一定也是有的吧，就是让大家认识了一些之前可能不知道的写台语的文字系统。对，流量的话也有啊，我蹭了人家的流量。对，这个肯定是有流量的。那说不累，准备起来是稍微有点累啦，因为我自己原本也不会用这套系统，所以我自己有花一点时间去读书，去把这个台语谚文真的学到会，所以准备起来是有花一点功夫的。所以没有办法说不累，对，但是发展性的话感觉还不错这个很好玩又很有教育性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蛮有发展性的就是这个是可以，就这一次是教比较入门的，让他会了这个文字系统，但之后也许就是可以拿来做一些什么更进阶的或者是隔了半年之后来考看他还记不记得之类的，就好像蛮好玩的，对，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就是发展性，对，它是我觉得是蛮有潜力的。对，那这样子的话有几个好玩、教育性、流量跟发展性，就只差没有不累了。哇，那这样的话它也有 A 级耶，太好了，又有一个 A 级节目。好，
那我是不是又要再缩小一点了？大家又看不到底下了。好，这被字幕挡，不是被字幕，被留言挡住那我应该这样吗？好，就这样吧。然后这个字也挡住了，我的天。好，再过来一点。好，再来下一个是定台规。这个时候在干嘛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一直都没有定台规，但是我感觉我好像稍微变得越来越大尾一点了，就觉得好像要定一下就是还是要有一点规范啦。所以那时候就一边定台规，然后一边跟大家讨论，觉得哪些规范还不错，或是可以怎么改会更好。对，那同时我也顺便定了一下以后收益化要开的会员福利。对。我那时候是觉得那时候定台规也太晚了吧，但是定会员福利也太早了吧，还蛮好笑的，所以就取了这个标题。对，好玩吗？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我觉得我在做频道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选择会自己拿不定主意，比如说定台规要怎么定啊，有时候有一些事情都蛮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的，这种时候就觉得直接开台来跟大家聊聊，好像真的还不错。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给我一些意见，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玩的，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蛮喜欢一边做一边跟大家讨论的感觉。对，那教育性的话应该是没有啦，就只是一起来定我的频道的规范而已，所以好像没有特别有教育性。对，流量也普通，因为就是原本就有在看我的人就会来，对。累不累？是没有很累，而且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开台，可以这样说嘛？对，所以不累是不累，的确不累。对，那发展性好像也还好，这个好像也只能开一次就是定完了就好像就定完了。对啊，这个好像也没有特别适合剪精华，也没有什么很综艺的效果，所以发展性好像还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好玩。跟不累只有2分吗？好 ，C 级。好，再来奇战共赏，我自己蛮喜欢的节目。奇战共赏在干嘛呢？以防有人没看过，对，奇战共赏就是我会找一些跟台语有关的网站，比如说找台语啊，我没有讲过找台语，比如说台语追供，就是比如说台语追供在干嘛？就是你可以直接搜寻你可以直接在那个网站搜寻一些你不会的词，然后它就会帮你找到 YouTube 上有哪些影片是讲了那个台语词的，还蛮方便的啦。如果你不想要问家里的长辈，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查，然后你就可以查到这个词用台语怎么说，然后可能还有不同的说法可以参考。这是举例，那总之有跟台语相关的网站，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都会带大家一起来看。好，这个好玩吗？其实蛮好玩的，对，因为我自己就是看这些网站就会觉得很有趣，然后跟大家一起看的时候，就是大家就可能可以跟你说，查那个，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查看会出现什么，对，蛮好玩的。教育性一定也是有的吧，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就是原来还有这么酷的网站，原来想要练台语，或是台语还可以拿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有。那流量的话，好像其实还不错我印象中开奇战共赏的流量都还可以。那累不累的话是也没有很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大概会先摸一下那个网站在做什么，但是我也不会过度的去准备上花的心力没有到很累对，那发展性我觉得是有的。上次台语追供8点档很多华语，对不对？对，这个待改进啊。对，那发展性，我觉得好像可以想一下，这个奇战共赏系列有没有什么更不同的玩法吗？看可以怎么让它有一点变体，对，有一点变化。对，像上次那个台语公益词库，就找来擅长公益的狸猫 VTuber 狸屋来一起看，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之后有更多是跟专门领域有关系的网站的话，好像就可以去找看不同的来宾。我觉得其实蛮有发展性的。哇，那这样它是 S 级我的天哪！
好玩，有教育意义，有流量，不累，又有发展性，又有一个 S 级节目。哇，我很会做 S 级节目哎，怎么那么优秀？哇，太优秀了，陈火蛇。我再瞧一下版面，真的有点塞不下来。好，这样应该好一点。我根本就可以再瞧过来啊。好，先这样，先这样。听到公益台语，你就啪的闯进直播间，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啊！我是 S 级宝箱冠吗？哇，听起来超强的，听起来是会残酷的打倒很多冒险者，对不对？这真是我的荣幸。好，欢迎猫猫可爱，你好啊！我们看到哪里 ？S 级宝箱怪，当之无愧吧？我肯定是吧？我肯定是吧？我那么优秀。等一下，版面是不是有点这样看得到吗？切掉好多那我缩小一点好了啦。好，看起来可以。掉的宝剑很多，因为我是超有料宝箱怪，谢谢伊利，我又被夸到了，怎么那么好？好，我们快排完嘞，再来是2025年新年新忙的特别节目，就是一个新年新希望就对了。对，那时候就是有邀请大家投稿啊，让大家投稿新的一年想要做什么。对，然后帮大家朗读。对，快排完，没事，快排完就是可能还有半小时，不要紧张。对，因为我很啰嗦，还要再讲一堆。那个时候就是让大家投稿新年新希望，然后同时还开了蛮久的凸带，就是让其他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对，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那个新年的规划这样子，然后也是VTuber 的朋友可以顺便宣传这样。对，那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台语跟中文有混合用啦。对，如果那个 call in 进来的来宾是华语比较会，然后台语不太会讲的话，就是讲华语这样子。对啊，那次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好像有点久没有凸带了，是该凸带一下了。就是接大家的电话，然后就是跟大家唐突的聊聊天，也是蛮快乐的。然后也可以看看，就是因为就是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是我讲过啦，虽然很肉麻，就是有把你们当成家人在看待的，然后就是会对，所以我觉得教育性也算是有，那流量也不错啦，好像只要开那9台流量就还不错，而且凸带的话就是也可以蹭到一些其他人的流量，对，所以我记得这个新年新希望的流量是还不差的，对累不累？很累。有点耐久，所以很累。对啊，刚刚有转圈圈，对不对？我刚刚也看到那个，他跟我说 OBS 断线，肉麻画被切掉了，那就补档的时候再看咯。补档的时候会有吗？希望会有。哈哈哈哈哈哈！好，讲到哪？讲到累不累？累死了。那发展性的话有没有呢？有啊，很有发展性啊。什么叫做新年新希望很有发展性呢？就是在半年以后可以再开一次回顾，来看看当初大家有没有做到自己的新年新希望啊，肯定很有发展性，合理吧？对，这个合理啊，这样中几个？好玩，有教育性，有啦，算有啦有流量啊，不过很累，然后有发展性，这样有4分。所以它是 A 级的又有 A 级节目了，我好棒！家己宝袂超车耶！我的字又歪掉了，好烦。我把它放哪里？放这里，好。哇，谢谢 Nightbot 帮我推荐我自己的 Discord 频道，有机会可以来哦。好，再来是，等一下我的浏览器在这里。好，再来是新年新希望的回顾。这个就是新年新希望过后6个月，我不小心也变成人形，变比较帅了就来看看大家当初2025年的新年新希望到底有没有做到。对，
然后那时候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我直接当场逆突带，直接把当初有投表单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问你做了没？好奇有不累的直播吗？啊，有。首先这个 S 级的，因为是5项全中，所以这个 S 级有蛮多是符合不累的。好，超可怕吗？打电话居然不是你又没有被打，你担心什么？而且被我打电话过去，你可以不接啊，我又能拿你怎么样？不要紧张啦，打过去你可以不接啦。对啊，不过还蛮开心的，大家都有接，而且我打过去都用台语跟大家聊天啊，大家真的都用台语跟我聊天，太开心了，真是我的荣幸。对，这个真的蛮开心的，对，我觉得好玩。对，打电话去逼问大家，太好玩了。好，可以接起来马上挂断吗？那也有点太过分了吧？没有不行，但是也有点太过分了吧？嗨，叶叶，你好，几日未见，甚是想念。晚安，欢迎你来。好，这个回顾有教育性吗？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有让大家一起定新目标是有点教育性，但是打去逼问大家达到了没，不知道有没有教育性。可是我跟每个人用台语聊天跟每个人用台语聊天算是有点教育意义吧，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开口讲台语，然后听听别人讲台语，而且大家会学到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的声音很好听，所以应该出道。对，我觉得蛮有教育性的。流量我记得好像还不错哦。对，就是回顾这个新年新希望，好像流量是还不错。然后累不累是也不累啦，就是没有那个新年新希望的时候接了好几个小时的图带，没有到那么累。对，就是只是 call out 逼问一下大家而已，没有到那么久，然后有没有发展性呢？好像还好。我已经逼问完大家有没有达到了，难道我还要过几个月再打去问吗？这有点太咄逼人了吧？我应该是做不出这么心狠手辣的事，所以发展性好像到好啦，没办法算有发展性。哇，这样有中几个？好玩，有流量，不累啊！那只有3个，这是一个 B 级的企划。好。结论几乎都是叫大家出道啊！你们就太优秀了，我哪有办法？看到你们太优秀，我就会希望你们出道，好不好？这也不能怪我啊。好，对，所以有不累的直播吗？再回答一下，就是那个累不累，就是有个标准啦。有一些直播做起来就是会比其他的更消耗精神，比如说这种开成耐久的可能要讲4小时的。这种比较开4小时的可能就比较累，对，这个就会被我归类在累，对啊，有一些就还好，就是对精神上跟那个体力的负担没有那么重的话，就算不累的直播，但不代表完全没有准备，对，就是有一个微妙的界限，对，好，就是痛苦是比较出来的，累不累也是比较出来的。好，再来台语早安台。哇，对，我的台语早安台跟很多人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没有主打听我的台语会中风。那有没有臭到人？没有。如果你觉得被我骂到的话，你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被我骂到。对，如果你觉得哇，我怎么突然在说教啊？算了，不要讲太多。好啦，反正我的台语早安台就是没有在主打我的台语很烂啦，可能跟蛮多人不一样的。那就想说要主打什么，想了很久，所以就主打一个早餐店的氛围，不错吧？一个模拟让大家一起来吃早餐，然后那时候就是也蛮想要接一下凸带的，让大家来点早餐，对啊，想说鼓励大家凸带跟我讲台语，就想说那时候有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是，就是大家凸带进来之后可以考我台语，把我考倒的话就帮他剪免费精华，对啊。那时候只有2位 VTuber 朋友有拿到这个免费精华，对啊，有人有找我领啊，有人我还欠着，还没帮他剪，对，有想起来的话可以找我领哦，对，
大家记得出道以后，如果心中有疑问想发问，请保持虚心受教的态度来发问，不然就会被我拖出来骂。也不一定要出道以后啦，我觉得还没有出道，就大家都可以这么做，好不好？我觉得跟出不出道也不一定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在网络上真的太常看到有些人假装要提问了，但是实际上那个问问题只是在寻求认同感，就会觉得被你骗了。我以为你是认真在问，我才认真回答你的，结果你没有要听我认真的答案，真是太过分了。至少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就是想发问的话，最好都是认真问哦。对。没有特别指什么样的人，就不一定是 VTuber。我觉得其实大家在网络上愿意的话，好像都可以试着这么做，对大家都好，好吧？好，早安台好玩吗？好玩。那个早餐店还蛮有沉浸感的吧？对，你们有跟台的可以发表一下，有吧？我那整个那个吵闹的那个什么煎台的那个。煎东西的锅铲的声音也有做出来吧？对，虽然是找素材的，对，然后后面这个贵的要命的菜单啊，想一想就很开心，对，然后凸带，我觉得凸带都很好玩，对，好了，该来开凸带了。那教育性的话，好像其实还好，因为没有，不对，也是台语早餐台嘛，所以其实还蛮，应该是有努力在跟大家讲台语的，那就算有教育性啦。我觉得有努力讲全台语都算有啊。对，那流量的话好像还不错诶，毕竟是早安台，然后就是提供大家就是一个一起来吃早餐来闲聊的这个可以看的直播，所以我觉得好像还行。要看去吃早餐的时候是被叫美女还是美女啊？哈哈啊啊哈哈哈哈我不知道猫猫卡爱在说什么我怎么没有印象嘞？好累不累？我是觉得没有很累，就是好心虚怎么会这样？喂，没有啦，对不起。对，希望那个没有伤害到你的内心。对，这太对不起我的观众了。累不累是不累啊，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啊，就骗大家的钱，跟大家收很贵的早餐钱啊，没有真的寄我吃，没有真的寄那个早餐用平信寄给大家，所以没有累。对，那发展性的话，好像其实还好，不过好像可以多开这种台可以开不同气氛的早安台，对，可能这一次在早餐店啊，下次除了早餐店还有什么？这一次是那种西式那种早餐店啊，下次可能就可以什么牛肉汤啊，好像不错哦，早餐吃牛肉汤也不错之类的啊，之后可以来变不同的口味啦，来一点不同的早安台给大家品乓姐，好像可以哦。好。那好像算有发展性嘛，就是可以拿来变化一下。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全部都有嘛，好玩，有教育性，有流量，不累，有发展性。哇，原来早餐台是 S 级节目哦，我以为是 A 级而已，没想到早安台居然是 S 级的，太好了，以后要多开一点早餐台。哎，阿曼。一头六个加上，听说你肚子痛，听说你吃了什么很恐怖的，让你的肚子非常的刺激是吗？模拟家族长辈过年围炉用台语问候他，不是哦，你看起来那愈来愈大颗啊，食足好的吼，即马做啥物头路当时有要讲小嫁出来。有当时要互我抱孙你敢要会记得我是谁看到拢无叫人哦太烦了，我受不了了。好，有机会一定要开这个台虐待大家，谢谢猫猫卡爱，完美的提议，开定了，你们要给我来呢，你们一定要来呢。哇，干脆凸带好了啦，打进来，干脆凸带好了，谁打进来谁就是被我问这些烦人问题。希望他们可以就是
恼羞呛我，这样应该蛮有娱乐效果的。喂，拿起遥控器要干嘛？转更大声一点，让家人一起听，对不对？我就知道。好太好了，我可以把这个 idea 规划旁起啊，转烂嘞。好，再来跟大家要钱，敛财计划，跟大家募集那个剪辑费。好心虚哦，这是乞讨节目，好玩吗？好玩吗？还不错啊，我觉得我那个背景弄得蛮好笑的嘛，穷到没有背景，对，然后哇，怎么我的幽默感就只有这样吗？只有这个很好玩，对不过有拿到，就是大家蛮踊跃赞助我的，真的蛮开心的，有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对，那这算好玩的一种吗？算有开心吧，就是开完这个台觉得很开心。对，应该算好玩，应该算一种好玩，好玩齁。猫猫可爱也觉得好玩齁，太好了，太好了。对，那教育性应该是没有啦，没有什么教育性。对，大家看完好像也应该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对，还好啦，也就一罐朝日牌16茶喝出肠胃炎，然后痛一整晚睡不着，然后你就陪你爸回诊的时候，同时处于医院，寒冷不能睡，不吃会肚子饿，吃了会肚子痛的 debuff 而已。哇，那也直接没吃饭了，我的天，太惨了吧，太惨了吧，太惨了吧！对不是那个有过期吗？那个怎么这么恐怖？怎么这么恐怖？看到木枝条挤满的时候，有一种大家一起把宝箱大魔王打倒的感觉啊！那我下次要改成那个，它那个木枝条除了往上累积之外，也可以改成就是往下扣的。下次我改成往下扣的，你们应该会更有那种打爆 BOSS 的感觉，那个扣血的感觉，好不好？下次我改进，很好玩，有一种在开股东大会的感觉啊！确实，因为我有准备一些跟大家报告的那个 PPT 嘛。对，应该会有一种股东大会的感觉，那是我有想要给大家的感觉，太好了。对，金钱攻击，对，不是害我账号扣我钱，不是，是他的募资条可以设定一个数字，然后让大家把它往下扣。对，比如说我可以设定我的血量是2000块，那你就可以拿钱扣我的血。对，害我账号扣我钱应该是没有办法哦，也没有钱给你扣了，那么穷哪来的钱给你扣？你要去把瓶子捡回来看看嘛，你去看一下有没有过期，没有的话还吃坏肚子，是不是可以找他算账？有点不确定哦，可能要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好，那跟大家要钱啊，好玩，感受到大家是爱我的，非常好玩。然后教育性，这应该是没什么特别的教育性。虽然有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会做哪些节目啦，但这应该不算是很有用途的知识。那流量的话，好像会来看的也是平常就有在关注我的人，所以没有因为这样特别得到更多平常没有的流量，所以我觉得不算有流量。但是累不累是不累啦，就是那个 PPT 准备起来也没有特别累，就只是真的把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写下来，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懂，然后整理一下给大家看的影片而已，所以这个准备起来不算特别累。对，然后不过这个缩图真的是做的蛮满意的，我很喜欢这张缩图，我觉得超有趣。对，然后发展性的话好像不算哦，因为就主要就真的只是请求大家给我钱而已。对这个节目好像没有办法拿来再做其他的事情，也没办法再剪精华或者是把它调整一下变成新节目。对，所以好像没有发展性哦。好，那这样到底有中几个呢？好玩跟不累啊？怎么只有2个？对，毕竟这是特殊节目嘛，它的目的跟其他节目不太一样。它的目的主要不是这个节目的目的，就主要不是吸引流量或是带给大家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知识，所以用一样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只是 C 级。对，但是因为大家给我很多钱，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把它放到 S 级吧。哈哈哈哈。好，哇，剩3个了，快要可以吃晚餐啦。那再来，这个很好玩呢，鉴赏，跟大家一起来鉴赏，就是咖啡店的奥 K 评论。
金钱的力量就是可以把 C 级的节目变成 S 级，是可以这样吗？可以呀，这个在我心中是非常特别、非常优秀的节目，恨不得每天开，每天请大家给我钱。好了，没有啦，他们仔，开玩笑。对，但我还是先把它放在 S 级好了，因为真的是太开心了。而且这个缩图很棒啊，我真的好喜欢这张缩图。好，再来我们讲回这个鉴赏。我那时候跟毛猫一起看连锁咖啡店的奥 K 评论，因为知道毛猫也有做过那个咖啡厅相关的工作，那时候就想说，哦，那找他一起来看可能会蛮有感觉的哦。对，所以就开了这个台。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就是看到有很多那个咖啡店的奥 K 评论是真的蛮好笑的，对，就跟大家一起笑一笑，对，所以就开了这个台。好玩吗？啊，好玩呐，对，这个太好玩了，对，就是我自己也笑得很开心。对，那有没有教育意义呢？我觉得有就是因为毛毛的咖啡知识比我更丰富，然后那时候跟毛毛聊天就有获得很多我本来也不知道的咖啡相关的知识，那大家应该也因此获得一些新知识，对吧？超棒吧，这个超棒吧，我也觉得这个节目超棒。对，那流量也是有，因为我蹭到毛毛的流量，所以那次开起来流量也蛮好的。对，然后开起来准备起来也不会很累啦，因为准备的过程就是我跟毛毛各自把就是我们看到的好笑的评论比较好笑的那个评论比较好笑的店家都放进那个播放清单里面，不是播放清单，放进那个 Google 的那个评论里面。对，不是，就是它可以共同编辑一个Google 地图的清单，对 Google 地图的清单，可以叫潜在奥可以想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也算，就也算是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当一个好客人，对，所以是有教育意义的。然后发展性的话，是感觉这个题材在做一些变化之后。是应该可以多开一点，然后可以去找不同领域的人来聊这些相关的议题。对，好，那这样总评的话就是好玩有好玩，然后教育意义也有，那流量也不错，然后也不累。然后也有发展性，哇 ！S 级，我怎么这么多 S 级节目？天哪，我的 S 级节目真的好多，我怎么要膨胀了？我觉得有优越感了，我的天哪，好，那还剩2个，那在我们排最后2个之前呢，去一下洗手间，请大家等我一下。什么说坏话的时间？我回来了。不是你倒是说啊，怎么没有说我坏话？趁我不在的时候说坏话，可以让聊天室动起来，也不错吧？好，我们要来排最后2个啦。最后，哇，这个是单人的深聊话题转盘。对，在我开始有做这个深 V 话题系列，就是开始做有来宾的深 V 话题时间之前，就是有开这个单人的深入话题转盘。对，那好玩吗？还不错啊，蛮好玩的吧？大家觉得好玩吗？我蛮想知道的。对，我感觉应该有蛮多人喜欢这个节目的吧？就是聊天室没有人跟你一起讲我坏话，哇，你可以抛砖引玉啊。
你可以先偷骂我，说不定大家就会觉得啊，真的，我也觉得火蛇怎么这样，怎么直播开跑去上厕所，脸皮很厚说不定大家就可以开始呼应你啊。好，不过我回来了，可以不用讲我坏话。你错过了什么？没有啊，就是我去厕所，然后猫猫可爱就说要讲我坏话，错过的可多了。好啦，那这个深入话题转盘呢，好不好玩？应该好玩吧？我看你们听我发表看法，应该是听得蛮开心的。对啊，有时候错过了讲坏话时间，没错。啊，这个你喜欢吗？对，这个我也蛮喜欢的，而且单人跟有来宾的开起来的感觉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单人的，就是只有我自己讲深 V 话题的话，是比较可以跟观众朋友多聊、多深入聊一点。对，因为如果是有来宾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顾到每一个留言，就是虽然都有看，但是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回应到，或是每一个都有延伸讨论到。对，所以会跟单人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啊，我都蛮喜欢的，但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好玩，我也蛮喜欢这个单人话题转盘。那有没有教育性呢？肯定有，因为我都会偷塞一些我比较在意的议题，或是想跟大家聊的一些观点，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教育意义的。那流量好像也不算不错吧，算不错。虽然可能主要会来看的人还是我原本的观众比较多啦，但是我感觉开深 V 就是单人的杂谈的时候，流量也比平常好一点。对，也蛮多人喜欢来看的，所以我觉得算是有流量哦，算不错。对，那累不累？好像也没有很累耶，因为我准备这个节目主要就是我自己平常在生活中刚好有想到什么，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对，然后写下来的同时自己也会想一下到底想讲什么，所以也没有真的很疲劳的感觉，所以好像算是不累。虽然就是会叽里呱啦讲一堆，然后讲到那个口干舌燥，但是那个累跟那个累又不太一样。发展性的话也蛮有发展性的，就是这个讲完之后都蛮适合拿来剪成横式的长影片的精华的，也确实有剪一些。对，所以这个有发展性是毋庸置疑的。那这样就全中咯，好玩、有教育意义、有流量、不累又有发展性，完美节目！我怎么那么多完美节目？太棒了，真是完美的包厢。好，我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中的这个节目。我把自己的节目排了 tier list， 这个节目怎么样啊？哎，你们觉得好玩吗？我觉得还不错啦，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最后一个了，你猜？那你只好补档，今天的档可能比平常长一点点，可以再补一下哦。谢谢猫猫可爱。好，对啊，因为我排礼拜五的时间会比较难排一点，因为礼拜五如果都排，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方便的时间可能是8点啦，可是如果排8点的话，就会跟其他很多的主播撞到，所以我会稍微礼拜五的话，我都会稍微早一点开。对，但我有点不确定在哪个时间开效果最好，所以还在斟酌啊。可能有些人就是还在工作，或者还没有办法赶上，就是对打给他卡拍谁。对，礼拜五的时间会稍微难排一点，我还在想。好。那来，好玩吗？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有一种在写学习单的感觉，是有一点啦。对啊，对，等一下我会把这叫什么？我等一下应该要把这个 tier list 的网址贴给大家哦。大家如果觉得大家觉得才刚来没有玩到哦，没关系，大家可以依照你们不同的标准，或是你们可以单纯的依照感觉。然后去排一下你最喜欢哪些节目，然后觉得哪些比较还好，你们都可以去排自己的版本出来，然后到时候可以分享，它可以截图或是直接输出图片分享给我也不错哦。对，那我等一下会把链接贴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起玩。好，那我们就来做那个最后的审判，是这样讲吗？
最后的审判，最后一个节目来。今天这个节目好玩，有没有教育意义？我觉得好像还好诶。对，不过我自己好像收获蛮多的，就是我排一排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更厘清自己哪些节目应该要多开一点啊，哪些节目也许可以不用开那么多，好像是哦，好像是不错哦。对，对我自己来说蛮有收获的，但是对大家来说有没有教育意义嘛？好像其实还好，那不能给，那没有。那流量的话，好像还好嘛。今天来看的各位也都是平常就有在关注我的人，也没有特别多新朋友来，对，所以流量就还好。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开在礼拜五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累不累呢？不累啦，准备起来没有很累。其实准备的时候就是把我自己有开过的台，看一看，然后把每个缩图找出来，然后全部上传而已。对，好像没有很累。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讲了很多话，可能很久没有自己一个人讲一堆话了，所以平常时时刻刻关注我是从衣柜门缝，我的天哪，我要把那个衣柜丢了。对，那个出柜的时候离开的这个衣柜可以丢掉了，可以丢到山里面，或是丢到海里了。好，再来，发展性吗？感觉邀请其他人来做这个 tier list 好像也怪怪的齁，请其他主播告诉大家他最喜欢我的哪一个节目，好像也怪怪的。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变化，可能我还没想到啦。对，不过确实蛮想要贴给大家，因为蛮想看看大家最喜欢我的哪些节目的，所以我等一下一定会贴给你们。那发展性先算没有吧。好，那这样子的话，有中哪些呢？好玩，不累啊？怎么只有2个？哇，天哪，太惨了！最后一个居然是 C 级的节目吗？最后一个居然是 C 级的企划，天哪！好吧，排完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排完啦。那我们好像可以按这个 Save or Download。等一下，我先把我们今天的标准先拿掉，定位。好像按这个 Save and Download 就可以得到一张图，对不对？图呢？啊，得到图了，太好了。好，然后只要下载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个图存起来啦。好诶。那我要分享给大家。好，我来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tier list 的，大功告成，排完啦。我要怎么分享？好像就这样吗？应该从这个就可以了，应该从这里点进去就可以玩咯。来，我把它置顶起来，大家有想玩的可以来。好，那我们今天就排完这个，歪掉了。排完这个战力表啦。好，我们很多 S 级的，我们这个 S 级节目好优秀，好精彩的阵容，这个应该都要多开一点，掌声鼓励耶！谢谢大家。好，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去玩这个 tier list。那之后我有开更多不同的节目的时候，想到的时候就会去偷更新一下啦，就是这里面的那个缩图，可能想到的时候就会多放一点。对就这样啊，大家随时就是有去玩这个排一下都可以跟我说，可以贴在我看得到的地方给我看。好，那今天好像就是这样嘛。好，那就来跟大家说拜拜了啊！我看一下我要降落哪里，我还没想好大家如果还没吃晚餐的，对，可以去找一下晚餐啊。好，感谢大家。那子昌在练唱歌不然我们去找子昌好了。不过他已经唱2小时了，但我们还是去吧。然后还有什么要宣传的吗？明天会开台啊。明天晚上8点会没有，好像没有特别要用台语，但是会跟大家玩游戏，会玩那个 Major Arena。
就是必须要喊出咒语名称才可以释放法术的一个看起来就非常好玩的游戏。对，大家有喜欢听火蛇念英文的话，可以去看，好不好？好，就是明天晚上8点见啦。那还没吃饭，该吃饭的就去吃饭吧，我也要去吃饭了。那我们就降落去听子昌练唱歌吧。他说他在练习唱一些观众朋友推荐的歌嘛。好，那我们就去吧。那大家晚安，拜拜。Fireball， 没错 ，Fireball，Fireball。